Dallas Mavericks coming to tonight with the best record in the NBA, with one of the top 5 players in the league.最彼得嘅梅志輝，歡迎大家嚟到衛視體育台啊！今日我哋呢一場賽事嘅戲碼啦，我相信喺頭嗰2個月都好難再揾到一場咧咁強嘅戲碼啦。達拉斯小馬21勝7負嘅成績，喺主場對鳳凰城太陽19勝7負嘅成績。如果講到勝出率啦，呢兩支球隊暫時喺聯盟裏邊係成績最好嘅兩隊波嚟㗎。白色衫係主隊，橙色衫咧就係太陽。兩隊今日排出嚟嘅正選陣容啊，都係最近佢哋用開嗰個。我睇翻有先啦 ，Devin Harris 撐埋籃底，俾一單比亞攞板大咗少少，阿馬利史到達米亞搶翻個籃板，跟住輪到呢邊好快脆咁上啦，有犯規34號嘅戴雲夏利士犯規㗎。嗱，頭先睇下太陽今日嘅陣容先，拿殊、貝爾、馬利安、迪奧同埋史到達米亞，跟住主隊達拉斯咧，戴雲夏利士啱犯規嗰位啦。泰利、查斯侯活、奴域斯基同埋丹比亞，咁啊兩隊唔單止咧係好嘅球隊啦，而且成績亦都好好啦。更加重要一樣嘢咧就係球隊入面咧就冇乜太多嘅傷兵啊，咁啊即係主要嘅球員咧都能夠咧上陣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今季其實咧好多個球隊啦，一啲嘅甚至乎一啲嘅強隊啦，我哋想象中嘅強隊咧都係因為傷兵影響啦，令到佢哋成績咧間接亦都係受到影響。咁啊好在呢兩隊波咧，今季暫時到而家為止咧都啲球員啊都能夠咧保持得幾好啊！好似如果頭先咁單比亞喺籃底呢啲機會咧，一定要把握啊！因為太陽隊佢哋進攻嗰個主旨就係咧，希望對方咧就射一啲浪射啊，咁然後咧把握機會對方唔中咧打快攻，好似頭先咁啊！單比亞攞住個波啦，好耐都揾唔到人交波啊！球波爭啲教室，好在泰利喺度，奴域斯基走出嚟高位同佢做一個單擋，大約係13尺，仲有一個急停彈後跳射。哇！呢球波咧，以為達拉斯咧由丹比亞 hold 住個波嗰一刻咧，諗住呢個進攻咧都冇乜機會嘅，因為拖得比較耐啊。咁好彩咧，即係仍然好有耐性啊！泰利揾到一個咧好嘅起手機會。阿馬利史到達米亞咧咬後，佢覺得咧有人犯規，但係咧冇事嘅，奴域斯基搶翻籃板先。咁的確咧，丹比亞咧撞咗佢一下㗎。咁但係嗰一下咧，相對嚟講應該係即係都唔係有太大嘅動作啦。咁啊都係合法㗎。奴域斯基喺外圍攬埋去唔中㗎，咁啊兩個高佬喺籃底近距離都炒一球，跟住輪到呢邊咧 Steve Nash 咧走籃放個 finger roll 搞掂4-2，咁啊見到達拉斯好快脆跟翻過嚟喎，奴域斯基中距離跳射搞掂，哇！打緊一開波啦，兩隊已經打緊似一個太陽 style 嘅風格嘅波，不過達拉斯今年啊留意佢哋喺第一節啊，喺第一節頭嗰7-8分鐘通常係佢哋啦打得最好嗰段時間嚟㗎。Steve Nash 切入分球，阿馬利史到達米亞中距離跳射搞掂。咁啊，其實咧呢種快節奏咧，達拉斯相對嚟講咧都可以應付得到㗎。咁不過咧今日見到啦，丹比亞咁啊有2球波啦，睇見佢咧回防都係較為慢一啲咁，所以俾鳳凰城咧好容易揾到個好嘅機會埋到籃底。好啦，奴域斯基上嗰下啦，史到達米亞犯規㗎。奴域斯基頭先呢一個假動作，好似 cut 翻出嚟外線，準備做劈，然後一個假動作咧，切翻去相反方向踩埋籃底，咁啊兩個人之間一傳一接，嗰個時間配合做得唔錯。Raja Bell 貝爾咁啊，其實咧以前咧亦都係效力過達拉斯啦。其實因為佢效力達拉斯嗰陣時啦，亦都係Steve Nash 拿殊嗰陣時打緊達拉斯嘅時期啦。見到就係小將軍亞華利莊臣，今日關鍵啦，頭先我提過啦，進攻啊一定要命中率高，因為命中率一唔高嘅話咧，就俾太陽隊有機會打佢哋想打嗰類快攻㗎。咁啊命中率高咧，對於達拉斯嚟講咧，應該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啦。咁啊事實上咧，佢哋喺起手選擇方面，今季一直都做得幾好。咁頭先提過 Raja Bell 貝爾啦，咁啊佢其實加盟太陽隊啦，亦都係同 Steve Nash 拿殊有啲關係。迪奧鏟埋籃底。咁啊，應該吹咗奴域斯基犯規喎。奴域斯基第一個犯規。咁啊，其實咧就係Steve Nash 咧同佢喺達拉斯做隊友嗰陣時，兩個人成為朋友啦。咁啊係佢打電話叫貝爾咧話，即係遊說佢咧簽約太陽隊。咁啊簽咗一紙5年2400萬嘅合約。哇！咁而家嗰個市價睇嚟啦。呢張約都幾抵喎，從太陽嗰個角度嚇。但係你簽貝爾翻嚟嘅時候，佢都係一個咁上下價錢嘅球員啫嘛。而家睇上嚟幾抵，因為諗住佢翻嚟就係做個防守專家㗎，冇諗住佢嗰啲3分射程啦。哇！進攻犯規 ，Boris Diaw 迪奧都係犯規。迪奧啦就最近呢2場咧，佢都表現得咧就有少少心神恍惚啦。上一場波
咁啊，成場波打完之後啦，球隊係攞100幾分，但係佢係捧蛋嘅，1分都冇攞過。咁啊，今日早段啦，咁暫時呢個波咧就犯規都幾礙眼啊！咁啊6比6平手啊 ，double screen 兩個高佬出嚟啊，同啊呢個噴射機泰利一組嘅單檔係咁插花，係咁插花。丹比亞嗰下亦都應該係犯規㗎，照計。冇錯啦。咁啊，雙方咧都連續咧兩個進攻咧都係連續嘅攻勢咧都係有進攻犯規啊！呢個動作咧 set 個單檔嗰陣時咧做得太大。咁啊，首先用佢戴雲夏利士去守呢個 Steve Nash 啦。咁啊，跟住咧爭啲防守換咗位，見到咧迪奧切入交俾亞馬小達米亞，哇牛油手甩手，佢話 Steve Nash 搞動作，然後交過呢邊俾阿貝爾射3分球。貝爾咧都應該咧即係製造翻多啲好嘅機會咧，等佢射翻佢嘅手感啊！其實近期啦，佢嘅手感咧都唔係太好嘅。咁啊，過去嗰31球射3分球，佢只係入咗6球嘅啫。咁對於佢喺球隊入邊嗰個職責嚟講啦，咁啊呢一個成績咧絕對係交唔到功課。戴雲夏利士啊，想話 one on one 咧過啊拿樹㗎，最後點出界係太陽㗎。喺防守啦，佢哋想就 Steve Nash 咧付出咧較多體力，同埋今日咧擺出戴雲夏利士，不論係拿樹去掹阿泰利又好，或者係掹阿戴雲夏利士都好啦，喺速度方面咧，都係達拉斯嗰兩位外線咧係佔有優勢嘅。出嚟外線同埋泰利做一個 pick， 角落頭邊個喺度啊？戴雲夏利士喎，戴雲夏利士，如果佢呢種距離跳射遠射可以保持翻呢一種水準嘅話咧，上位咧指日可待，因為佢速度好快，切入加翻過嚟呢邊，俾阿斯圖達米亞撞喺後框嘅。不過戴雲夏利士啲射波喺外頭都係比較海鮮啲嘅啫，睇多兩球先啦。交落內線，迪奧交俾中間拖埋嚟嘅斯圖達米亞轉左手上，咁啊 Dampier 丹比亞咧搶翻籃板，喺內線封個位啦，封得好靚啊！丹比亞咧就截一截啦，要亞馬小達米亞咧用翻佢左手唔係咁慣常用嘅手咧上籃，結果啦完全係唔到位嘅。Raja Bell 貝爾犯規㗎。查斯後活啦喺呢一排啦上位啊，上個禮拜更加係咧西岸嘅最佳球員。咁亦都係佢職業生涯第一次啦。咁啊，其實上位就一早上咗㗎啦，不過就呢一排佢嘅表現真係特別好啊。咁啊，呢一排即係上位嘅意思啊，迪路域斯基咧就撞咗前框。咁啊，不嬲佢都被呢幾年被視為一個二線頂嘅球員㗎啦。咁啊 Shawn Marion 喺牛角嗰度急停，路域斯基咧搶翻籃板。不嬲都被視為二線頂嘅球員啊！上位嘅意思即係話啦，有機會啊，被視為一個一線型嘅球員啊！咁啊，關鍵咧就係佢啲外圍跳射。嗱，呢啲切入咧不嬲冇乜問題嘅，鏟咗埋去，搏埋犯規添啊！查斯後活今日第一個入球。我講到查斯後活啦，咁啊最近嘅 form 真係好好啦，過去14場賽事，每場平均都有21分咁多㗎。咁啊對錯咗位，咁啊對住馬里小達米亞啦，咁啊對方已經咧就俾翻一步嘅距離啦，係查斯後活㗎啦，咁但係都係唔夠佢快啊！以往咧見到查斯後活好多時啦，佢啲外圍跳射水準就比較咧係唔穩定，打快攻啊 ，one on one 啊，憑住搶進攻籃板而建功呢啲啦就冇問題嘅。咁但係今年呢，佢自己覺得啦，佢起手選擇咧係好咗啊，即係知道咩時候啦，應該採用咩起手模式。咁同埋咧，佢個外圍跳射咧，亦都係有進步。咁啊，如果只要咧係保持到佢呢個外圍跳射嘅水準嘅話咧，上位成為咧超級巨星係指日可待。哇！呢個 pick and roll 啦做得靚喎，拿樹撳俾迪奧咧建功啊！咁啊兩場之內第一個入球啫，迪奧11平手。Jason Terry 咧帶過嚟呢一邊，哎呀，有少少咧大意啊呢個波。馬利安咧守佢㗎，丹比亞同佢擋一擋先，奴域斯基走到 A.B 位，而家咧迪奧啊守住啊奴域斯基，交翻過嚟強邊就轉翻去弱邊喎 ，Josh Howard in and out 可惜啊！迪奧咧搶翻籃板。嗱，其實今日見到咧馬利安唔止一次啊，唔止頭先嗰次啊，咁啊再之前咧都係佢咧 mark 住泰利㗎。咁如果咁樣的話啦，即係喺拿樹呢個防守位置咧，應該一定係對錯位。咁睇下達拉斯咧喺跟住個進攻啦，會唔會喺呢一度咧諗計啦？啊，迪奧咧搶翻個進攻籃板啦 ，Steve Nash 3分球。拿樹今日攞5分啊，14比11，鳳凰城咧 head 住3分。我諗 AJ 咧幾唔滿意咧，就頭先咁樣咧俾迪奧咧搶翻進攻籃板嘅，佢就唔係壓住食個位食得好靚，咁反而咧佢 cut in 埋去咧係對方咧孭個位啦，搏收做得唔好啊，咁就俾佢有機可乘。嗱，其實呢度啦，鳳凰城已經係換走咗史魯達米亞㗎啦，換咗卻特譚馬士入嚟嘅。Shawn Marion 犯規，馬利安。
一早咧見到史杜達米亞打得麻麻地下，頭嗰段啦，頭嗰4-5分鐘咧射4球咧，只係入得1個，咁啊所以咧即刻換人啊！但東尼教練好快脆換咗人，咁啊啱睇翻拿樹今日嘅第2個入球。高位丹比亞走出嚟，原來咧猜翻出外線俾奴域斯基喎，過唔到迪奧咧，過唔到嘅。丹比亞走出嚟，再 set 一個單擋，查斯後活將佢哋跳直撞一前側框，踩出界。原來吹達拉斯推人犯規添。睇先嚇，原來球證而家更改翻，應該就吹咗阿卻特譚馬士啦，係防守犯規。咁但係睇唔到有啲咩特別明顯嘅犯規喎，頭先呢一球。咁球證就話佢拱一拱對方嘅球員啦，咁但係就照計都唔會話好大力啊嗰下。查斯後活，記犯啦，但東尼教練咧鬧得太多。有冇慢鏡睇翻頭先嗰球波啦？會唔會即係球證有少少吹得矯枉過正咧？真係佢頭先我哋即係大家如果閱讀到佢嘴唇講咩嘅話咧，佢頭先已經噏咗一啲唔係好禮貌嘅説話㗎啦，噏多2次，而家 NBA 球證就好快脆吹你，杜域斯基攞到今日第5分。今日咧太陽隊嘅關鍵啊，勝出嘅關鍵啦，就係喺進攻要取得一個平衡啦，3分啊、罰球啊、3秒區攞分啊，咁同埋就一定要打到佢哋咧，必須打到個快攻。個機會係搏到啦，咁但係咧就查斯後會先炒第1個波。Steve Nash 啊喺達拉斯呢度咧效力6年。咁啊，雖然而家咧成為敵人啊，咁但係喺達拉斯呢度咧，仍然都係好受歡迎一個球員嚟㗎。佢同路易斯基咧兩個真係相當之老友。路易斯基話初嚟報道啦，嚟到美國嘅時候咧，人生路不熟啦，都係拿樹啦，經常帶佢周圍去啊，咁令到佢咧即係個思鄉病咧即係減退咗好多。咁啊，如果唔係拿樹嘅話咧，佢都好似咧即係話冇拿樹就冇今日咁樣嘅講到。迪奧彈後跳射撞後框喺籃底馬里安啦，同佢鬥搶，最後咧達拉斯都係貼出界。其實拿樹嗰對孖女啦，個契爺係邊個咧？就係奴域斯基啦。現場一個暫停㗎，我哋睇一睇先。14-13，暫時係太陽領先1分。On ESPN, Dallas versus San Antonio. That's going to be on the 6th of January. We've got Washington taking on the New Orleans Oklahoma City Hornets. Cleveland versus Denver on the 20th of January. 馬利斯杜達米亞今日咧就已經係2犯前身啦，咁啊射4球，即係入咗1個，咁啊好早段啦已經係被但東尼教練咧係換走。咁但係其實最近咧狀態唔錯㗎，今年我哋睇到佢啦，17.3分1場啦，投射命中率啦超過60%，咁啊連續15場賽事啊都得分至少有雙位數字㗎。呢個波咧開落籃底，想話俾阿馬利安咧從中啊貼入去㗎，咁啊卓普啱啱換入嚟嘅達拉斯中鋒咧搶翻個咧防守籃板，咁啊除咗卓普之外咧，戴雲佐治啊 Devin George 40號啦，亦都係入咗嚟㗎。咁佢而家喺左邊嘅低位喎，而家試翻過嚟右邊嘅 AB 位先。原來咧個個讓開，查斯後活都係想打背籃高，壓到埋去。卻特譚馬士搶翻個防守籃板嘅。頭先咧揾到個對錯位嘅情況啦，巴布沙去 mark 住咧查斯後活，咁啊當然咧就喺佢身上去打主意啊。咁啊呢個波咧加埋嘅時候咧，阻住咧應該係攞隻腳踢一踢個波啊。今日球證個尺度啦，喺早段啊吹得比較嚴少少啊。咁啊，所以頭先見到但東尼教練啊好勞氣，因為佢知道啦。睇翻頭先 ，Steve Nash 啊急停跳射建功，佢知道如果嗰日啊球證係吹得嚴嘅話咧，今日特別係太陽隊作客啦，對太陽隊係非常之不利嘅。佢哋呢一隊波咧進攻係講求一個打節奏感嘅球隊，係盡量希望咧少犯規，希望保持翻成場比賽嗰個節奏感、嗰個流暢感喺度嘅。卓普出嚟做個單擋 ，roll in，Kurt Thomas 犯規，咁呢個犯規係絕對係好明顯啊！咁啊打個 pick and roll， 咁啊扯咗咧就係拿樹出嚟。其實如果就算唔出嚟幫手嘅話咧，拿樹1-on-1對住查斯後活啦，喺頭先嗰個情況咧，亦都係幾蝕底下。我諗喺呢一節啊，嗱而家剩低5分0.5秒啦。喺呢一節啊，我諗幾難見到達拉斯咧射太多3分球。計埋呢個犯規咧，已經係鳳凰城喺今節裏邊咧第7個犯規㗎啦。咁即係話啦，喺呢一段時間達拉斯個戰術需要作出個調整。
醒就係咧，唔好射太多三分球啦，你留翻去第二節跟住嘅時間嚟射先。喺呢一段時間咧，做多啲 pick and roll， 或者用個查斯後活等啊整人都好啦，打 one on one 又好，切入都好啦，打多啲攻入籃底嘅戰術啦，希望咧近距離射或者搏到犯規。其實今日啦，以達拉斯嘅陣容啦，好多時候有機會揾到咧，即係一啲單對單有利嘅 match up 嘅。咁啊，今日咧，淨喺第一節我哋已經見唔少啊。呢一對Dirk Nowitzki 睇翻呢度先啦。嗱 Chapel 走出嚟同阿 Devin 阻止，但係逼咗埋死位喎，左邊密麻麻，移動單擋啊！佢應該係佢嗰個下手運球啊，佢下手兜翻個波上嚟啊，咪仲要打個 turnover， 吹咗呢個 Devin George 大雲阻止啊！16-14，第一節咧仲有4分幾鐘。呢一個巴西噴射機啊，巴布沙佢譚馬士交波之後咧，同佢拿住咗單刀，即刻嚟一個 roll in， 換咗位㗎啦，拉空晒，俾人拿住咧對阿卓普，然後咧喺葫蘆頂嗰度跳射，卓普上翻籃板，雖然係對錯咗位喎，咁但係啦就見到啊，其他達拉斯嘅隊友已經企咗喺3分，即係喺咗3秒幫手嘅準備。咁所以頭先拿樹完全冇辦法子啦，即係針對翻呢個 match up 啊，去揾到好嘅機會。以一隊功力強嘅球隊嚟講啦，嗱睇翻先啊，又再次喺度 pick and roll， 今次拿樹咧帶對方由花園帶到甩手咧，佢係卒之 turnover， 達拉斯攞分。喂，又係卓普啊！今次啦，卓普拎完個波之後咧，有個快攻機會俾咗達拉斯。諾域斯基望一望左邊，然後咧牛過喺跳射，最後好似係阻止出界嘅，嘥咗個機會啊！嗱呢兩球都係啦，之前同埋呢球同之前嗰個咧，諾域斯基同埋泰利都喺大約啊15尺左右嘅位置咧起手嘅。呢個波哇，巴布沙稍為個眼離開佢咧，都俾佢咧放甩咗你鏟埋籃底建功，係巴布沙18-16啊！呢個波佢睇得好通啊！卓普咧喺籃底咧就失咗位㗎啦，咁啊所以咧佢鏟到埋去啦，過咗第一道防線啦，根本上咧就冇乜嘢挑戰啦喺籃底㗎。頭先講嘅話咧，就係以一隊功力咁強嘅球隊嚟講啦，達拉斯啱諾域斯基射個3分球，其實佢哋嗰個進攻模式啦係好 one on one 㗎。呢幾年你見到達拉斯佢哋講每場平均助攻嘅次數啦，都喺聯盟裏邊咧排咗喺咧最後嗰4-5隊裏邊嘅。雖然咧有唔少可以做得切入分球嘅球員啊，泰利啊、戴雲夏利士，但係其實佢哋嘅進攻好多時咧，除咗 pick and roll 之外咧，係比較咧好多要 one on one 模式啊，比較強嘅單打獨鬥方面嘅。泰利咧、戴雲夏利士啦、Josh Howard 呢啲啦，講到 Josh Howard 查斯後衞對住阿納樹過佢，邊走邊射攞高板，籃板咧俾阿卻嘅卡馬士攞分。個主意就絕對係啱㗎啦，咁樣打納樹，但係好可惜咧就爭少少。鏟埋籃底添啦，仲係巴布沙嘅跳射唔中啦。好啦，咁啊 Josh Howard， 好等翻啲人上嚟先，卓普交翻俾查斯後活，拿樹咧守住泰利喎。哇，拿樹有少少猛喎，頭先嗰下咧，如果佢唔係 MVP 一早俾人吹咗話俾你聽。交翻俾噴射機啊！等阿卓普埋嚟同阿泰利做個單檔 roll in 㗎啦，上嗰下咧有犯規。哇！太陽喺呢一節真係犯規好多喎嚇，今次應該可能係吹阿馬利安犯規喎，咁啊兩犯㗎咯，暫時19-18啊，比數主隊1分領先。歡迎翻嚟衛視體育台。咁啊，今年咧喺11月份啊，早段咧球季早段咧，其實雙方已經係碰頭過㗎啦。咁啊，當日就達拉斯係以119-112啦，擊敗咗鳳凰城太陽隊。咁事實上咧喺嗰日啊碰頭嗰陣啊，兩隊波嘅成績咧都唔係咁好啊。達拉斯就頭嗰4場輸晒，咁啊鳳凰城今季頭嗰5場咧就輸咗4場。呢兩支勁旅咧，今日咧就我頭先講嘅話，如果講即係勝出率啦，係聯盟裏邊最好嗰兩隊啦。但係今季第一次碰頭嗰陣啊，兩隊嘅成績都好差嘅。不過達拉斯就係贏完嗰場之後啊，撻着咗啦。咁啊，贏完鳳凰城之後咧，就跟住連贏12場。咁啊，太陽隊都唔差到去邊。太陽隊咧就對上嗰17場啊，進入今日賽事啊，對上嗰17場啊，贏咗16場啊。咁今季咧亦都試過啦，最近咧其實連勝15場添啦。Boris Diaw 迪奧一個將佢哋跳射入咗佢今日嘅第2球。其實你講翻過去嗰2個月咧，即係唔計頭嗰6場啦，鳳凰城都冇乜邊支球隊咧，即係夠佢哋打咁滯。佢哋過去20場輸咗2場，嗰2場啦都係打到加時先至輸嘅咋。即係話你要贏鳳凰城啊，真係啊，要落足12分本錢先得啦。泰利鏟埋籃底，
咁啊左後框，不過咧佢自己搶翻個進攻籃板喎。好啦，呢邊咧1-on-1想話過呢個迪奧，雖然唔入，但係又搏到犯規啊！嗱，迪奧2犯，史杜達米亞2犯，馬利安2犯。今日咧，鳳凰城幾頭痛啊！咁啊，即係分別派唔同嘅人啊，去 mark 住咧，就係對方嘅較為速度快啲嘅球員啦。咁但係即係次次個感覺咧，都係 end up 俾球證出去犯規，因為對錯咗位啦。咁啊，始終咧喺呢 matchup 方面咧，都係對於鳳凰城咧較為不利。今日仲有一樣嘢話就係大家睇開太陽隊嘅波啦。頭先我講過話，佢哋唔係好中意犯規。第一，佢哋要保持翻自己比賽嘅節奏感啦、流暢感喺度。咁啊，而家收埋咗啊 Shawn Marion 換入啦，祖美恩宗斯。另外咧就係咧，有冇留意如果打到太陽嗰個風格嘅波咧？有時你會覺得好似連續4分鐘、5分鐘咧，不斷咁上上落落，不斷咁上上落落，好似係冇暫停咁嘅。如果個犯規吹得少啲嘅話咧，呢4-5分鐘咧，佢哋就係咁上落，咁啊變咗咧，其實啊。佢哋打慣咗呢一類波啦，佢哋就適應嘅。喂，呢個波爭啲俾阿北嗱咧係偷咗。哇！呢個 lazy pass 咧就真係啊，兩個鳳凰城嘅球員咧都要即係負少少責任啊。咁交嘅顧之然咧，即係交得太過高啊，同埋即係懸空嘅時間太過耐，俾到對方有時間。咁佢哋譚馬士攞完呢個波之後，你亦都咧即係冇留意到身邊啦，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啊。咁啊，球證咧吹停咗。今日球證雖然係吹犯規吹得多啫喎，但係唔代表啦就即係話雖然係側埋一邊啊，好似大部分都係鳳凰城爛規，但係咧就唔代表咧就球證今日吹得比較偏幫喎，因為暫時到而家為止咧，的確咧係達拉斯較為揾到多啲好嘅機會咧，係搏到對方咧啲犯規嘅。咁啊，今日暫時太陽嘅隊啦冇法子咧打到太多嘅快攻啊！頭先講過啦，如果連續4-5分鐘俾佢係咁大上快落 Roger Bell 教室波咧。變咗佢哋又慣咗呢種節奏，咁但係會令到對手咧好索氣嘅，根本咧完全係冇機會好似坐低咧歇一歇咁樣。咁今日呢一場波啦，嗱見到達拉斯個進攻選擇咧起手選擇做得幾好啦，喺中段已經係達到啦5個隊制犯規啦，係咁鏟埋籃底，搏對方犯規，射下罰球，可以令個比賽停頓下，唔好俾對方咁多機會打快攻，又一次。搏到犯規，你一搏到犯規都當然球證吹啊！但係你首先你自己嗰個策略做得啱啦，又係咁樣啊 1-on-1 過咗喺實線圈裏邊嘅。咁啊弊㗎咯喎！咁啊而家啦，鳳凰城呢兩個內線嘅主力啦，分別咧都孭咗2個犯規或以上喺度。佢話達馬士同埋小達米亞，咁第一節咧已經係過犯前身。達拉斯呢一隻噴射機泰利咧已經係攞咗9分㗎啦。不過兩隻噴射機邊個快啲啊？我就覺得可能太陽嗰隻噴射機快啲喎。巴布沙可能仲快過泰利，泰利都唔差。巴布沙年輕啲嘅。好啦咁啊，卓普啦，坐低唞一唞先。好啦，咁啊 ，Jason Terry 攞咗10分嘅，25-20啊，主隊咧係小馬領先嘅5分，第一節仲有1分幾鐘嘅。迪奧走出嚟高位咧，同阿貝爾咧做一個單擋，斯利大米亞翻去冇幾耐，拉控嘅左邊咧俾佢對阿丹比亞嘅，轉向底線嗰度，哇，有冇少少走步嘅嫌疑啦？球證話冇事，籃板咧俾阿查斯後護都係鬧翻嘅。丹比亞守個位守得靚啊，真係啊！咁啊令到斯利大米亞完全係冇晒位啊！做一個單擋之後，查斯後護咧中一作後框，佢自己搶翻個進攻籃板，第2球搞掂。哇！今日咧 Josh Howard 咧2個進攻籃板攞咗6分，領先到7分嗰度拉開咗，鏟到埋籃底啲交失波，爭啲 turnover， 而家卒之係 turnover 啦，輪到達拉斯有機會打快攻，喂3對3嘅 Jason Terry 3分球，選擇得好啊！呢個時間啊，領先緊7分，咁啊對方咧咁樣回快過嚟啦，全部走晒入3秒區入面啊！既然走空咗啦，咁啊泰利啦選擇射呢個3分球，咁啊一中咗之後咧，亦都將對方嘅士氣啊就打沉埋落去嘅10分嘅距離啦，已經拉開咗30-20啊！大中進攻時間爭大約12秒左右，呢度就應該吹咗阿查斯後活犯規。咁啊第一節咧球證嘅雞聲吹得咁密咧，的確係咧就係對鳳凰城咧造成咗好大嘅干擾嘅。今日咧就仲有一樣嘢，達拉斯做得唔錯嘅，就係搶進攻籃板啊！呢度咧就收翻埋啊噴射機啊泰利，今日佢哋搶咗4隻進攻籃板㗎啦，達拉斯6個罰球咧入晒啊 Jason Terry。好高位 pick and roll， 巴布沙喺牛角位嗰度咧急停籃板咧，俾阿戴雲佐治都係搶翻嘅。好啦咁啊 Devin Harris 拖翻慢啲啦，第一節咧最後一球。
擺個聯防出嚟喎，唔俾佢鏟埋去。嗱都算夠運啊！呢個波啦，填個位填得咁慢啊！咁頭先泰利啱啱先喺呢個位入完。好，一節打完，比數係30-20，主隊達拉斯領先。去完廣告翻嚟，立即送上第2節。歡迎翻嚟衛視體育台㗎。達拉斯咧頭嗰4場輸晒啦，咁但係對上咗24場啦，21勝3負嘅成績啊！我哋翻到嚟現場啦，咁啊一節之後嘅比數係30-20，達拉斯領先。達拉斯喺第一節喺罰球線俾對方係攞多10分，而家就係比賽嗰個分野。好啦，咁啊打翻穩定啲啦，揾翻啲好嘅機會射波啊！咁啊，鳳凰城咧喺第一節嘅尾段咧打得較為心急啲啊，咁啲起手選擇都唔係做得咁好啊，咁結果反而係俾達拉斯咧攞咗好多快攻機會添。喺第一節啊，太陽隊一共係有10次犯規嘅，其中卻特譚馬士已經係孭住3犯在身。哇！呢個波射得比較好似闖竄咗啲喎。嗱，今日咧如果咁樣嘅話咧，達拉斯就正中下懷啦。咁啊，應該先講翻佢哋頭先個進攻選擇啊。好啦，咁啊，中斯咪鏟到埋去呢個波啦，想交，但係咧隊友已經走去咗其他嘅位置啊。小馬啊，應該話咧係太陽啦。今日我哋睇到啦 ，1 on 1守唔住對方啊。Devin Harris 鏟埋籃底建功 ，1 on 1守唔住對方，佢哋即刻頭先咧擺咗個聯防出嚟，希望咧就係借住聯防咧焗對方咧係做多啲個遠射，咁啊改嗰個比賽節奏，唔好經常再俾對方咧 1 on 1咁埋到去籃底。咁如果咧達拉斯合作嘅話咧，好似頭先咁啦，進攻時間仲剩咁多秒，就即刻掟個3分球上去嘅話咧，分分鐘就有機會俾太陽隊喺呢一度咧打翻轉頭嘅。好啦，咁啊頭先咧吹咗不拿犯規㗎。咪鏟得埋去呢個波入埋，咁啊應該咧搏埋 N1 嘅啦，咁啊迪奧啦阻止犯規入呢個波㗎。咁啊迪奧咧今日攞6分啊，32-24，達拉斯領先。咁啊進入今日呢一場賽事啊，小馬隊啊連續贏咗7場，啊暫時喺聯盟裏邊咧係成績最好嘅連勝佳績，即係當然唔計已經係完結咗嗰啲佳績啦。太陽隊頭先提過，最近咧試過贏15場啊，32-25。一個新嘅球會紀錄啦嚇，連贏咗15場，亦都係鳳凰城從來未試過㗎。好啦，查斯後會交翻過嚟呢一邊夏利斯，咁前面咧集晒所有路啊！左節呢排嘅手感就好好嘅，咁呢個3分球啦，同樣繼續咧延續佢呢個咁好嘅手感。終於咧就佢自己都話啦，等咗個零2個月之後啦，開始融入咗啦，更加能夠啦充分咁融入咗呢一隊波達拉斯嘅進攻模式。只一個單擋入射分球，迪奧。咁啊呢邊嘅3分球咧射得冇咁好喎。夏利斯咁啊睄到呢邊有畢拿都射到嘅呢啲位，搞掂啊 ！Craig Butler 佢都係一個防守專家咁啊，但係好似阿 Roger Bell 貝爾啦，其實咧佢早段啦職業生涯早段俾人視為一個防守專家，但係其實佢而家啲外圍遠射都有進步。好啦，咁啊呢下攞板咧亦都係做得唔係咁理想喎，一個 loose ball，可惜啊，最後畢拿電波出界。咁啊呢一段時間領先緊成13分啦，努力斯基咧可以啦唞多一陣先。咁啊，其實佢今年亦都試過扭傷咧係捉攞，不過唔係好嚴重嘅傷。呢幾年成日都見佢啦扭傷捉攞喎。喂，而家好興呢啲咁嘅呢一類型嘅球員喎，即係啲防守專家啦，自己喺進攻方面嘅板斧咧就唔係話咁高，天分亦都唔係咁高，唯有練咩咧就係練外投啊。保雲又係咁，畢拿又係咁啊，貝爾啦而家亦都成為咗一個3分專家啦。好啦，睇翻呢個波先啦。哎呀，高張得滯啊！Devin Harris 戴雲夏利士啊，戴雲夏利士自己都拍心口，佢話咧 my bad， 自己咧交失波啊！即係頭先睇到噴射機都唔記得提佢添啊 ！Devin Harris 其實佢速度咧都唔輸蝕俾即係隊友泰利㗎。咁啊夏利士咧就亦都係犯規，哇！今日吹得真係幾緊喎！今日吹得就少少嘅 hand checking 都吹得好嚴啊！睇下頭先咧，戴雲佐治咧喺右邊45度角位啦。查斯後會搏一搏腳，其實咧對喺外線嗰幾個球員咧走動得唔係咁多啊，咁啊不過咧就保位慢咗，俾阿戴雲佐治咧漏空佢啦射個3分球。
咪最近連勝7場嘅呢一段時間當中啦，佐治啲3分球命中率達到50%㗎。好啦，咁啊呢個波啦，交得好靚㗎喎，有啦，小魯達米亞搞掂。丹比亞咧係犯規啊！咁啊，雖然咧打唔到快攻啊，但係一打唔到快攻嘅話啦，喺半場啊，太陽隊都有一個啦殺手鐧嘅，就係拿樹搭亞馬利史杜達米亞呢個 pick and roll 啊。史杜達米亞如果恢復翻佢以前受傷之前嗰種水準嘅話咧，呢一個絕對係聯盟裏邊啊最有把握攞分嘅 pick and roll 嘅其中3個最有。史杜達米亞一防守做咗 switch 嘅話咧，根本佢可以打背籃攻嘅隔到埋去。跟住如果唔 switch 嘅話咧，用翻高佬去 mark 佢話，佢個速度攬一兩步咧就可以過得埋去籃底。佢嗰啲 drop step 轉身啊 ，first step 都好快。好，笠啊呢邊俾阿 Devin George， 啊對住巴布森啊，猜翻出嚟呢一邊咧，後邊拿樹打荷包，省到太陽球員出界嘅。咁啊，畢拿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太好嘅主意啦，起咗喺3分線，仲要咁樣 cut 埋去啦，想話過人㗎。好啦，咁現場咧一個。咁啊，今日喺現場睇波嘅美國體壇名人啦，包括有柯本大學啦、美式足球隊嘅教練啊 ，Tommy 啦 Tuberville 啦。咁啊，柯本大學啦，其實亦都係美國南部啦，其中一間咧體育嘅名校啦。咁啊，出過嚟嘅名將啦，我相信咧最有名咧就係查理爵士啊、巴克利啊 ，Charles Barkley 咧亦都係嚟自咧呢一間學校嘅。我上半場咧仲有都接近9分鐘嘅比賽，38比28，達拉斯係 head 住10分嘅，咁啊而家控球權都係屬於小馬隊。咁今日呢場比賽都有一個啦，嚟自柯本大學嘅球員啊，不過睇嚟都可能冇乜機會出場啦。瘋狂性嘅布格，陣間有冇機會見到佢啦？除非佢哋輸到30零分左右啦，可能。好啦，咁啊鏟到埋去啦，搏到犯規㗎。好啦，吹咗咧呢個卓普啊。係啊，而家呢度啦，繼續啦，用翻呢一個啦，佢哋好有辦法嗰個板斧啊 ，pick and roll， 拿樹啦搭呢個史杜達米亞。奴域斯基其實尋日就有病嘅喎，尋日練習嗰陣時咧就好似話有少少感冒嘅症狀啊，咁啊 AJ 咧叫佢翻屋企，咁啊但係咧冇乜大礙啊。其實奴域斯基都幾硬淨下㗎，呢啲咁啊，如果被塞下少少呢啲啦，冇乜所謂啦。扭親腳今年佢都冇缺陣過。係啊，咁啊上個星期先至扭親腳，咁啊基本上佢都冇乜點樣影響到佢上陣嘅表現添。對上咗20場啦，睇到史杜達米亞咧，平均每場攞成19.5分㗎，計埋呢個罰球啦，佢就攞7分。咁下個禮拜 NBA 換翻個新波㗎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一班球員都開始咧即係做下功夫啊。講開新波啦，即係唔係新波係啦，即係講用翻牛皮波啦，唔係用呢種即係纖維密個波啦，夾擊交翻過嚟。好啦，麥畢拿睇埋呢頭先，我哋先講。好啦，司機，我哋對住自己老友啊。好啦，交翻出嚟，麥畢拿咧炒咗。其實咧就 NBA 最近啊已經開始，哇！搏埋犯規添。交波嗰啲位準到不得了。呢啲啊真係棒球式嘅長傳，掟足差唔多啦，大半個場。你睇下個波嘅落點喺邊度？哇！仲有一個 chest pass 喎，呢個真係好基本嘅動作。有啲人咧，譬如掟啲咁長啊，可能個波咧擺過咗膊頭，然後單手咁笠過去啦，即係真係好似掟棒球咁啊！就係咧，拿樹就好似做一個中腰波交波咁啊，喺中腰兩隻手一懟出去，跟住個波時間落點配合得啱啱好，巴布沙攞齊3分，攞5分。NBA 最近咧已經係開始咧，又將一啲牛皮波啦 send 俾啦每一支球隊，等佢哋可以咧喺1月1號之前啊有啲機會啦再練習翻下，即係佢哋以前都用開啲牛皮波，但係冇用一輪啦，都要俾佢熟習翻下。但係咧 send 嘅波咧就冇以前咁多喎，唔知點解。嗱，我哋睇埋呢球先啦，派利搞掂。平時啲球隊練習嗰陣時啊，你話起碼都有40幾50個波喺度練習啦，一隊波都10幾個人，每人咁射一個，冇理由要等波嚟練㗎嘛，係咪？今次咧，史杜達米亞大跳石，佢哋最近 NBA 只係每隊 send 咗14個呢啲牛皮波，因為佢哋自己貨源都唔夠啊，變咗嗱，你每一隊波都15個人啊，14個波，即係咧僧多粥少咁樣喎，點搞啊？可能即係停產咗一排，要再重新做翻，可能都需要一段時間。係啊，所以呢排啦就忍下先啦。不過可能啊，每位 NBA 球員屋企都有2、3個呢啲波傍下身㗎係嘛？哇！搞錯，翻工有冇機會叫你自己攞埋張凳去翻工？居家旅行必備喎呢啲啊！好啦，睇翻呢個波先啦。如果係咁嘅話，都幾可憐喎。
拿樹，咦對錯位喎，咁啊，但係又係埋唔到去啊，喺卓普面前搞掂，埋唔到佢都唔緊要，一個高佬喺面前行住都唔緊要，一個彈後跳射搞掂。哎呀！呢下插得好靚啊，過啦！哎，仲威埋啲卓普，可惜個卓普咧真係唔生性啊！呢個波，個步穩唔啱啊！個波咧想話交俾阿卓普啦，喺籃底做 OK 嘅，但係個波好似交後咗少少，同嗰個步穩唔啱，變咗佢射上去嗰下咧，好似直情係要拋個波上去咁樣啊！泰利。路易斯基咁啊，俾人咧就改變咗方向㗎。而家安東尼莊臣咧都出咗嚟啊！呢一邊啊，達拉斯係啊，後備 point guard。打到呢度咧，達拉斯仲未見到阿史迪侯斯，對上咗2場咧，都係因為扭傷咗左腳足攞去缺陣，相信今日都唔會上陣。咁啊，今季咧先至新加盟啦，呢達拉斯㗎。哎，路易斯基呢下轉身咧，大咗少少，卓普上翻，穩定交啦，咁啊交翻過嚟啦，安東尼莊臣。背籃攻埋大啦，拿樹想話做個夾擊喎，呢一度咧交個肚仔都要查聲會俾人咧抹走呢個波㗎，但係球證呢一度咧就俾翻個控球權鳳凰城。咁啊後活咧甩咗個波之後，應該咧就有掹一掹人嘅。42-35。拿樹這個劈，咁啊呢度咧撳開地波後邊貝爾博㗎。我交到埋角落頭啦，睇下呢一度咧去唔去到啦。巴布沙咧呢個波咧就撳埋嘅時候咧，卓普咧踢到嘅。上一場仲有5分55秒嘅，現場一個暫停。42-35，仍然都係主隊達拉斯小馬領先。咁啊，睇到咧就 AJ 咧，其實咧喺佢廣告期間呢個暫停啦，都好強調啦，就係同啲高佬啊，特別咧係卓普就係話啦，去到籃底啦，攞到近距離嘅起手機會啦，唔理你係搏到犯規又好，射罰球又好，出手就好啦，總之係就要完成嗰一球啊，盡量喺籃底啦揾到一啲咧係回報啊，唔可以話咧喺即係5-6尺之內咧，你爭取個機會咧1分都攞唔到啊！哎呀，呢個波咧背對住咁樣上籃啦，卓普啦，睇落去好似封到啊，但係球證話佢犯規。咁啊 AJ 咧繼續話咧，佢話其實咧就達拉斯暫時嚟講啊，打防守其實係唔錯嘅。咁啊打防守表現唔錯，不過就係強調啊喺籃底近距離有爭取到出手機會，就一定要有一個回報啊，即係唔可以空手而回。Shawn Marion 今日打得比較靜啲喎，呢球啦係佢今日第1分嚟㗎。我今日佢起手嘅機會都唔係好多啊！今場波根本就唔係太多機會俾太陽隊啦，打到佢哋啦，想打嘅快攻。不過打下啦，而家追到上嚟只係爭5分嘅啫。好啦，安東尼 hold 住穩人交㗎啦，咁呢邊咧交俾泰利啦，路易斯基上嚟，迪奧喺前面。哇，路易斯基呢個假動作都幾見效喎，埋到去，可惜爭少少。迪奧咧第5個籃板。拿樹，哎呀！呢下佢錯咗步穩啊，不過都俾馬利安攞到，好彩係馬利安添咋。好啦，回翻過嚟，拿樹有啊，大話夾好彩啊！呢球波俾阿 Steve Nash 咧咁多空間去射嘅話咧，通常都冇失拖啊，12分啦喎，哇！打到個15-4嘅攻勢喎。好啦，咪加埋一邊3分球，又係入唔到。呢球波咧，我唔係太過喜歡佢哋呢個進攻模式啊，太過死板啊！呢球波人都係俾 Josh Howard 攞到分啦，但係之前嗰球咧，佢哋根本係5個人圍住個線喺度咧，就冇乜走位嘅，差1-2球咧，即刻懟個3分球上去。拿樹後手交過嚟，史杜達米亞咧亦都冇失拖。如果呢一刻個攻勢達拉斯再係咁樣嘅話咧，我相信 AJ 需要嗌多個暫停啊，因為之前嗰個籃係冇乜走動嘅，對住太陽隊就咁企咗喺度，好容易大死個波，又咁快懟個3分球上去，入咗冇得講嘅呢球波真係，但係唔係，但係呢一段時間我覺得佢哋嘅攻勢咧比較死板啲啊！哇，咁啊 Jason Terry 攞咗18分喎。好啦，拿樹，今次你交完個波咧，佢輪到佢走位喎，俾阿迪奧咧去策動㗎。好啦，咁時間10秒留下㗎啦。拿樹自己突然間一個急停跳射啊！
哇！後活今日，哎呀，卓普呢度又犯規，係啊，卓普3犯，47比42啊！主隊咧 Dallas 啦，達拉斯領先緊5分。嗱，睇下點換人先啦。卓普收埋，如果換阿丹比亞入嚟嘅話啦，先即係大隻啲，但係咧佢速度慢啲㗎。咁所以而家睇到啦，昂納奴域斯基上去咧打中鋒嘅位，打翻個矮啲嘅陣勢，配翻啊太陽隊嘅速度。好啦，咁啊，史魯達米亞今次咧俾人頂住個位，咁但係一樣有。咁啊都啱嘅喎，太陽隊嚇，太陽隊都要爭取多啲咧係射罰球嘅機會，同埋奴域斯基守佢嘅話咧，用史魯達米亞攻佢咧更多。好啦，咁啊，今次咧魯域斯基爭少少，點啊？呢排魯域斯基不斷咁射失喎。呢一排達拉斯嘅進攻都唔係好有耐性。那説咁啊，呢一度咧不斷咧俾人咧就係擁佢㗎，咁啊吹罰咗安東尼莊臣。47比44。嗱，開波嗰陣時，我哋見到有一個咧係graph 啦，一個 graphics 出嚟啦，一個圖表出嚟話佢哋太陽隊今日贏波嘅關鍵咧，就係話要有平衡嘅進攻啦。其實呢一點呢一個講法都幾得意，因為如果你講個進攻模式啦，太陽隊可能係聯盟裏邊咧最唔平衡嘅一個咧係一支球隊啊！拿樹射3罰球竟然炒粉。經常咧就係打一個較為矮嘅陣勢之餘咧，成日圍住個3分線，然後加一個高佬喺 high post 迪奧啦，喺中高位咧係組織攻勢。喺舊年啊，太陽隊係成個聯盟裏邊啊，平均每場罰球起手次數咧係最少嘅一隊嚟㗎。咁啊，大約係20球次左右嘅啫。咁啊，所以如果佢哋可以嗰場波爭取到進攻模式一個平衡嘅話咧，佢哋贏面係好高㗎。所有模式進攻模式平衡啦，查斯後衞自己甩咗個波，就係有咁上下嘅罰球起手次數啦，有咁上下快攻啦，有咁上下內線得分，同埋當然佢哋嘅看家本領啦，3分球。咁但係即係佢哋搏唔到罰球，有時唔係話即係佢哋唔去搏喎，而係有好多時候佢哋起手嘅時候咧，對方防守佢哋都未埋到你，咁啊完全都未有機會掂到佢哋。根本佢哋走步啊呢度啦，追咗迪奧。根本佢哋好多時都冇俾對方機會，冇俾對方有機會犯規啦。好啦，而家有個暫停，我哋翻嚟再講啊。47比45啊，達拉斯領先2分。歡迎翻嚟衛視體育台。喺美國航空中心啦，查斯侯活嘅嫲嫲，咁啊今日都有嚟啦！哇，帶咗好多美食都去現場，一邊嚼一邊睇喎，人到大家都流晒口水啊！佢嘅嫲嫲就話啦，即係問題就係話，你覺得查斯侯活可唔可以呢一度掃晒啦？佢話我諗應該冇問題嘅，佢話。睇上嚟就熱量好高嘅一堆食物，不過運動量都好高，我諗都 OK 嘅。查斯侯活就算掃晒都唔使驚，一定掃得晒啦，唔係好多啫嗰度啊！好啦，呢個波咧攞翻落嚟㗎，史魯達米亞搶翻。嗱，説有機會咧，呢個進攻都追翻成平手嘅，睇下鳳凰城咧做唔做得到啦。喺呢一節啦，有個關鍵就係嗰個罰球起手次數啦。達拉斯喺呢一節都未射過罰球啊！哇，咁啊呢一下迪奧真係加得曳啲喎，於是呢球先至出翻嚟咯喎。達拉斯喺呢段未射過罰球，太陽隊喺呢一段咧，喺呢一節咧射咗9個罰球啊！唔係佐治嚟嘅，佐治嚟嘅 Devin George 嚟嘅，兩個都光頭咁啊，碌好似差唔多咁。好啦，個得定跳射搞掂，鳳凰城追成47平手。Raja Bell 啊，射4球咧入咗3個，攞得9分㗎。我覺得咧，真係啊，達拉斯今年成日都係咁喎。喺第一節啦，出閘咧好好，打得好有投入感。但係咧，比賽一個形勢一開始有少少形成咗之後啦，喺第二節我覺得佢班球員啊，嗰種活動感啊，冇第一節咁好啊。好多時見到進攻嗰陣時都企喺度啊，嗰個進攻較為死板啲。呢球就應該係丹比亞3秒。咁其實咧，丹比亞籃底已經食咗個位㗎啦。咁可惜咧，個波遲遲都未能夠咧就係交到入去，嘥咗個機會。好啦，咁猜翻過嚟呢度，小丹比亞想話咧過丹比亞喎，唔係一個好嘅主意啊！咁啊，對方一個夾擊啦，波即刻甩埋。佐治好嘢啊！對啊，丹比亞如果 one on one 佢又過得佢容易嘅，但係佢轉入中間嗰時，佐治即刻埋嚟協防，撩走埋個波。好啦，咁啊再 repost 個對住拿雪呢個波咧簡單啊，拿路易斯基有翻少少耐性啊，一又偷咗個波添。
送4分，送多球俾佢。史路達米亞呢一度啦，連續3個咧 turnover 啦。好啦，set 個 pick 俾拿樹，咁今次咧冇人埋嚟，拿樹自己嚟。Steve Nash 真係癲嘅，因為見對住個高佬頭先咧17、18尺嘅彈後跳射又入，呢一下咧邊走邊射，見到佢單腳跳起啦，咁啊又入，喺好尷尬角度之下佢出手都會入，真係。好啦，今次咧，哎呀，史路達米亞呢個波咧亦都係危險㗎，搶完個籃板咧冇保護翻個波，咁幾乎咧俾人偷埋。佢啊，即係我覺得史路達米亞仍然有一啲咧需要提高㗎啦，就係佢個比賽個專注感啊。如果你講天分嘅話咧，史路達米亞真係一個天分好高嘅球員，但係咧以佢嗰個天分咧，我覺得佢打防守咧應該好啲嘅。但係我覺得佢有時打防守唔係好老，唔係好投入啊，有時嗰個專注感唔喺度，特別喺打防守嗰陣。好啦，史路達米亞呢個波咧炒咗，夏利斯。而家又對錯位㗎啦，但係啦，拿住埋嚟幫手啊，個波咧要轉邊過嚟，路易斯基，迪奧想逼佢走底線喎，但係路易斯基咧一樣個啫，波唔係犯規嘅呢個波。喺呢一度咧，見到太陽隊就係啦，唔想俾阿 Devin Harris 啊有機會咧係切入，一攞到波咧即刻逼佢攞個陷阱，然後將個波咧猜翻出嚟。因為除咗佢之外咧，可以組織到個進攻咧就係奴域斯基。但係奴域斯基所謂組織進攻咧，係為自己製造機會嗰個能力係較為強啲，同埋一波到佢手咧即刻嚟一個夾擊啊，逼佢喺外線同佢做一個夾擊，令到達拉斯咧嗰個進攻模式啦打斷翻佢哋嗰個節奏啊。Nowitzki 炒個罰球啊！先較早前拿樹㗎嘛都炒咗個罰球啊！我諗如果打多一陣嘅話，而家就上半場時間差唔多啦，就話10幾秒。呢個陣勢其實咧，佢哋真係需要揾阿 Jason Terry 入嚟啦，拍住啊呢一個大雲夏利士嘅。不過而家上半場時間差唔多啦。好啦，拿樹咁又對錯位喎，想話放個阿里喐埋去啊，咪因為啦，史路達米亞側邊個係夏利士啫嘛，可惜啊爭啲。好啦，半場打完啦，形勢係相當接近。52比49係半場比數，達拉斯小馬以3分領先鳳凰城太陽。呢場賽事咧係今季雙方嘅第2次碰頭啊！呢刻啦，上半場得分最高嘅太陽球員呢就係 Steve Nash 拿住15分㗎，達拉斯呢邊咧18分係屬於 Jason Terry。即刻捉住泰利文幾句先。佢話咧，其實喺早段咧，馬利安嚟守我自己啦，我係覺得有少少驚奇㗎。雖然係咁啦，我哋咧仍然咧就係跟照我哋自己個戰術啦去比賽。所謂戰術咧咩咧？咁佢話咧就係咧，我哋咧就保持一個好積極進取嘅心態，進攻嗰陣時啊，要攻埋去籃底。好啦，半場比數咧係主隊達拉斯領先52比49。Franchise high time 60 games in the regular season, and then they advanced to the final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eam history. Coach Avery Johnson, in his first full season as head coach, was named Coach of the Year. 歡迎翻嚟衛視體育台 ，Shawn Marion 上半場打得好靜啊，只係攞2分，起手只係2次，一球都唔入，冇籃板，只係有2次助攻，都我諗算係 Shawn Marion 今季啦，打得最靜啦，最冇嘢睇嘅其中一場啦。下半場如果太陽隊要後來居上嘅話咧，馬利安必須要有更多嘅貢獻啊！馬利史路達米亞鏟埋籃底嗰陣時又搏到丹比亞犯規，丹比亞嘅第3犯啊！咁仲有一樣嘢話就係咧，頭先我講過咧，就話喺第1節啊嗰個比數嘅分野啦，就係喺罰球線啦。得第2節咧，大家嚟個大逆轉喎，唔知係點都即係好似拉勻翻咁啊！喺第1節咧，太陽隊就犯規10次；喺第2節咧，太陽隊犯規只係1次啫。
喺第二節達拉斯咧犯規9次啊，咁啊變咗咧兩隊喺個犯規次數啊同埋射罰球嘅次數咧，第一節咧完全係屬於達拉斯嘅，第二節啦變咗咧係屬於太陽隊嘅世界，咁啊拉勻翻之後咧，大家咧相距咧即係2-3分左右。不過無可否認喺第二節咧，鳳凰城嘅防守咧係打翻好咗好多㗎，咁經常能夠逼到咧達拉斯咧，只係有一啲外投嘅機會，就冇乜空間啊俾佢哋鏟到埋去。我諗呢個係即係兩睇啦。嗱，睇翻頭先啦 ，Josh Howard 呢球波好似咧俾人抹到少少，佢哋防守收緊一啲啦。但係達拉斯喺第二節有一大段時間啦，佢哋進攻係死板嗰啲。如果你嘅走動唔多，你淨係企喺度嘅話啦，我諗任何球隊打防守咧都會顯出咧佢打得更好。所以下半場啦，我諗達拉斯嗰個投入感、個活力啊，特別喺進攻嗰陣時咧，要做翻好啲。好啦，咁啊 Roger Bell 射個3分球 Dirk Nowitzki 咧搶翻個籃板嘅。講到話防守做翻好啲啦，今次咧達拉斯呢一邊咧做翻個 switch 咧做得好好啊，啲時間咧配合得啦，啱啱好。今次咧切入攞板搏到犯規嘅，迪奧啊，咦？如果係迪奧嘅話咧，就4個㗎啦喎。咁應該都係佢啦，咁啊佢 mark 住咧勞力斯基㗎嘛。4犯㗎啦喎，嗱，卻特譚馬士就3犯，因為佢嘅話4犯。好啦，咁啊勞力斯基呢球咧係佢今日嘅第16分。再睇下啦，咁啊勞力斯基咧，以往可能呢度咧已經得停咧做過3分球跳射㗎啦，而家咧就唔同啦。好嘢啊！因為佢見到阿迪奧啦 overplay 佢，想佢咧鏟埋去中間，一鏟中間埋去嘅話咧，有其他球員埋嚟幫手協防，佢即刻個 crossover 啦，轉翻左手嗰邊上，變咗迪奧啊轉翻個身追得切佢嗰陣時咧，咁俾勞力斯基過咗4分嘅距離啊，54-50 Nash 假動作有犯規，入咗唔算㗎呢個波。戴雲夏利士第3犯。咁不過夏利士呢個波亦都好無奈㗎，咁啊佢俾一個單擋啦，就困一困個位置啦，咁追翻出嚟拿住呢個假動作咧，亦都係即係焗住佢要咧就係撲出嚟。今次喺高位咧嚟一個 pick and roll， 拿樹對角分俾阿 Shawn Marion， 好似用手指尖將個波擠出去咁樣啊，入到佢今日咧第1個入球啊！第1個波咋，今日佢第3次起手咋。喺呢一節我睇下太陽隊會唔會咧盡量為佢製造翻多啲機會，打翻起嗰個手感啊！查斯後會猜翻出去外線，勞力斯基假動作之後咧，都係切入分翻俾呢一個 Josh Howard 嘅，攞高板大力嘅少少 ，Shawn Marion 啊搶翻個籃板。哎呀慘啦！呢一度啦就見到好似係咪迪奧咧俾人哋打完心口打背脊啊！咁啊唔係喎，小達米亞嚟嘅喎。嗱，佢用球證話俾人咧用爭頭咧降咗一下。先降到，咪坐到小掩位置啊！佢已經咧就呢一度咧俾人咧就坐咗一下咧，就係前面嘅啦。咁啊都未起得切身啫，咁啊後邊又俾人咧就再坐多一下。呢邊咧又仲係丹比亞同埋泰利咧打 pick and roll 嘅，咁入到去中間啦，泰利攞到佢今日第19同20分啊！呢邊都打 pick and roll， 卻譚馬士 roll out， 呢邊再做一個單刀去到底線，對錯一位。拉空啊！真係今日係拿住，起碼係我印象中第2次啦，喺對方中鋒面前啊，扯到佢出嚟外線，你以為佢過佢啦？唔係，喺佢面前摁後跳射中。今日達拉斯咧對付咧就係鳳凰城啲 pick and roll 好多時候咧就係話好快咁咧，即係做翻個 switch 咁啊，都令到咧拿樹咧冇辦法子咧，即係撳翻啲地波回翻過去小到達馬亞，要焗住拿樹咧做翻啲外投。不過好在拿樹今日就準啫喎。哇！查斯夏活嗱，大家睇到呢個進攻模式啦，就好典型達拉斯進攻模式啊！佢哋得分球員好多，但係成個模式咧，你睇到佢都係咧以 one on one 切入為主嘅，比較少啦，即係呢幾個攻勢啊，少咗走位嘅配合啊，都係切入分球，第一下封咗死啦，猜翻嚟另外一邊做另外一個切入分球咁啦，所以教波俾人貼咗個波落翻去呢一個貝爾手上，進攻時間差唔多㗎啦，貝爾做到個假動作，踏入射16-17尺，仲有跳射有。Roger Bell 貝爾，不過拿樹都算唔話得啦。頭先個波俾人偷咗之餘，佢挑到盡啊，將個波咧貼翻轉頭咧，俾翻貝爾咧攞翻紅球。都係拉空晒一邊啊，有到夾擊 inside out。泰利1on1切入搞掂，連中2球啊！泰利今日真係 fit 啊，攞咗22分㗎。好嘢啊！第一個 open look 咧就冇選擇射個3分球咁啊，反而咧將個波咧擺落地咧踩埋去。呢個波咧Roger Bell 交失波，跟住勞力斯基送啊戴雲夏利士一程。呢個波咧貝爾咧就應該負全責啦。佢交個波俾拿樹咧太過大意得滯啊，完全係冇為意啊。根本上咧勞力斯基喺個傳球線路中間。Steve Nash 今次喺勞力斯基面前跳射唔中啦，咁啊勞力斯基咧搶翻個籃板。
哇！留空 Jason Terry 嘅三分球有，佢今日咁嘅手感，留空呢啲位俾佢啊！即係佢最好，佢同你講埋 sayonara 都得啦，好似練波咁樣呢個波啊！喺佢廣告之前，我哋睇埋呢一個慢鏡，係較早前咧查斯侯活就單手將個波係托入，跟住博得 turnover 之後，戴雲夏利士都係搞掂。Taking on New Orleans Hornets, and then we've got New Jersey at Chicago. On ESPN is Indiana at Miami. 翻嚟現場睇波啦，65-57啊，達拉斯領先。哇！又一個 turnover 喎，史杜達米亞今日第4個啦係個人嘅失誤啊！今日成隊波啦14次 turnover， 就今日我哋睇到喺呢一節啊，都幾個唔小心嘅 turnover， 俾人哋打翻轉頭啊！太陽隊喺呢方面咧要有啲改善。查斯後活，揸翻出去俾戴雲夏利士。撞咗前框，丹比亞將個波咧拍翻出去隊友手上啦，拍翻落查斯後活手上。今日都幾多呢啲咁嘅 long rebound 咁啊！雖然咧籃底咧就圍住晒鳳凰城嘅球員嘅，但係波彈得遠啊，都係搶唔到。好啦，咁兩個老友對碰對坐一位嘅，咁交翻過嚟角落頭 ，Jason Terry 今次唔中，一下兩下三下，卒之太陽攞翻嘅。你同即係馬利安咁樣鬥跳咧，一定唔夠佢跳嘅。你跳兩下，佢就跳咗4下。貝爾咧一球唔中啦，跟住同呢邊叭叭咁聲咁上啊 ，Devin Harris 有 and one 搏埋貝爾犯規。呢個反擊都相當之快嘅，鳳凰城咧頭先都攻翻過去啦，咪起手帶個闖竄啦，咁入唔到啦，即刻俾達拉斯啦攻翻過嚟。睇下啦，呢一個3戰進攻啊，左邊奴域斯基，右邊咧戴雲夏利士。咁轉翻右手用左邊膊頭擔咗個位，搏埋阿 Roger Bell 喺後邊犯規。頭先鏡頭影咗一影咧，有個胡鬚佬係邊個嚟㗎啦 ？Mark Cuban 喎，古賓先生而家咧直情係留埋胡鬚啊，爭啲唔認得佢添。man 好多啊！68-57啊，主隊咧領先嘅11分㗎。右邊打 pick and roll， 但係封死呢個底線位入唔到去。Kiki Tamasi 搏腳過嚟左路 ，Sean Marion 中佢哋跳射奴域，哎呀，好似係奴域斯基出界嘅。係啊，奴域斯基出界。咁其實今日咧，即係鳳凰城嘅得分點啊，太過集中咧，就係喺拿樹啊同埋馬里斯達米亞兩個身上啊，好似貝爾啦，好似巴布沙啦，甚至乎馬利安啦，都似乎咧，即係喺進攻方面嗰個參與啦，即係個投入感唔夠啦，令到成隊波嗰個整體得分咧受到影響。貝爾開底線波，開落嚟俾阿 Sean Marion 啦，邊走邊射，點知俾 Josh Howard 一巴咧拍翻落嚟㗎。太過輕率得滯啦，馬利安呢球波上籃啊！劉域斯基底線冇位，對角咧猜翻出嚟外線，重新組織個泰利話定啲嚟進攻時間咧，仲有成10幾秒啊！等阿丹比亞上嚟高位做個單擋先，馬里斯達米亞縮後跟佢，俾佢一個急停跳射，哇！泰利真係上咗身啊！呢啲咁嘅進攻模式咧，達拉斯就用得好有效率嘅，知道咧幾時咧係有個好嘅 match up 出嚟啦，知道幾時咧用個 pick and roll 製造咗個好嘅機會。好，拿樹即刻有回應，真係拿樹頂住嘅咋，鳳凰城呢邊嚇。拿樹今日3個3分球，攞20分。呢邊右邊咧射唔到個位，打 pick and roll 喎，交入俾奴域斯基，即刻俾馬利安咧填翻個位，再 repose 過，但係個波咧加埋去嗰陣時啊，奴域斯基未接穩個波，想開始喐啦，個波 turnover， 哇！你話死唔死啊？拿樹交得咁靚，馬利安咁都入唔到，真係抵打攞有啊！哇！睇緊冇慢鏡頭，再睇翻呢個傳球先。拿樹呢一個算唔算係無影手啦？都睇唔到佢嘅手點樣交個波出嚟嘅。咩？查斯後衞走去高位同泰利咧做個單擋，而家咧換阿貝爾防守換咗位，拿樹點樣攻係拿樹啊？查斯後衞過唔過到佢啦？咁都夾擊埋嚟㗎，留開底線，戴雲夏利士。哇！啱啱搭咗尾班船喎！我呢球波我頭先咧就想話戴雲夏利士有冇搞錯啊？呢啲波咧得翻嗰幾秒鐘咁掟翻出嚟，但係都俾佢哋入到啊 ！Roll in 側手入樽，飛身側身埋去啦，史杜達米亞入樽啊！哇！不過冇辦法，個 spacing 真係做得好好啊！3支炮筒喺外面，達拉斯焗住啦，啲防守球員要企翻出啲，造就咗啦，即係呢個 pick and roll 可以喺中間咁樣咧切入去。又換咗位，今次咧揾翻啦 Roger Bell 貝爾馬奴域斯基先，不過都係對錯一位㗎啦。1-on-1 對住個籃，18尺左右跳射，
馬利安啦搶翻個籃板。哎呀 ，Steve Nash 自己慣低咗，冇人踢佢喎嚇，我自己一個失題嘅啫。都係咁樣，都係喺高位咧打個 pick and roll。咁但係今次咧兩個人之間走位咧重疊咗啊，拿樹咧咁啊交翻個俾史杜達米亞都算好嘢啦，即係佢兩個咧搞到達拉斯幾個防守球員啦頭都暈埋。都係用翻佢哋喺半場陣地戰裏邊嘅殺手鐧啊！拿樹同史杜達米亞呢個 pick and roll 嘅配合，史杜達米亞啦攞咗16分嘅。不過雖然係咁啊，而家見到咧達拉斯咧仍然都係領先嘅。咁啊，再睇埋呢一球啦，籃底嘅入球，比數係73-64，達拉斯領先。計埋今季啦，連續6季啊喺 NBA 裏邊啊，平均得分最高嘅球隊，咁隊中咧組織進攻嘅將軍係邊個咧？咁啊就係 Steve Nash。咁啊唔怪得知咧咁多球員咧都中意咧做佢嘅隊友啊，有 Steve Nash 打波要即係打醒12分精神，因為好似咧頭先馬利安交俾馬利安嗰啲咁嘅靚波啦，隨時會交到出嚟。啊，縮翻後邊俾阿戴雲夏利士做一個跳石，貝爾都係搶翻籃板。咁啊，鳳凰城咧有你射啊呢啲波，即係寧願咧你喺外邊投射都即係圍翻住搶翻個籃板就好過俾夏利士咧踩埋去籃底。達拉斯咧仍然未見到啦，佢哋可以守得住啦對方 pick and roll 呢個戰術。咁啊，所以去完暫停翻嚟咧，都繼續係用呢個戰術啦，一路攻到對方咧係守得住或者做出調整為止嘅。咁啊，如果達拉斯咧就犧牲係外圍嘅防守咧，縮翻窄嗰個防守範圍的話啦，係時候啦呢個 pick and roll 嘅戰術咧會製造翻一啲咧3分嘅起手機會啊，俾貝爾啊或者馬利安嘅啦。咁同埋留意下啦，佢哋呢個戰術咧係不斷喺葫蘆頂附近咧用呢個 pick and roll 嘅戰術啦，唔係左邊射唔到角位，唔係右邊射唔到角位啊，係喺葫蘆頂中間嗰度咧，卓普啊犯規4犯。因為喺嗰個位置嘅話咧 ，Steve Nash 嗰個選擇咧會大啲啊，左右兩邊咧都可以鏟埋去，同埋咧喺葫蘆頂嗰度附近咧，要對阿拿樹咧做一個包抄咧係會比較困難啲。是但喺左右兩邊射唔到角位啦，你如果帶埋左邊帶埋右邊咧，加多一兩個球員咧逼佢埋喺邊線啊，利用埋個邊線做個包抄咧，較為容易令到拿樹跌入咗一個咧即係好難交波出嚟嘅陷阱嘅。但喺葫蘆頂附近啊，你要左右包住佢，你點包住佢啊？拿樹嗰種串擾性嗰種咧，即係躲避嘅能力嘅話，喺嗰度係比較難做到啊！追翻近少少啦，不過仲係落後緊7分嘅鳳凰城。73-66。咁啊呢一節咧到咗3分53秒左右，見到 Jason Terry 喺底線啦，兜嗰條單擋，跟住喺左邊同卓普打 pick and roll， 喺牛角位大後一步又中一球。哇！咁啊呢一球波鳳凰城都算係守得幾好㗎啦，但係都冇辦法啦，即係泰利今日個手咁實在係太靚啦，少少地利啦，佢都已經足夠。32分，拿樹都唔弱，佢即刻有一個回應。今日佢第9個入球，佢都有22分，不過泰利比佢多10分啊！兩個單擋同阿泰利，哇！交得靚，交得埋籃底。爭啲騎牛牛，哇！呢下就冇心嘅嚇，咁啊即係只怪佢嗰下動作，假動作做得太靚啦。卓普啦，呢下假動作啦，呃晒所有人。史杜達米亞嘅第3個個人犯規。哇！我諗彈通嚟心都跳埋出嚟啊！史杜達米亞咁樣彈落嚟。75-68啊！咁啊，見到呢幾個禮拜啦，見到史杜達米亞狀態啦，的確有回升啊嚇，可能佢。即係一般嚟估計啦，喺季初啦，啲軍醫都話諗住佢可能要打成季啦，先可以有機會回翻佢以前嗰種即係未受傷之前嘅水準。但係咧，佢有可能啊，俾人哋嘅估計咧係早啲都回復水準都未定。Josh Howard 對住阿貝，呢球波啦，好明顯啊，右手爭啦，降開咗阿貝爾。其實講 timing 咧就5-5波嘅啫，即係大家鬥攞個位咧都係差唔多噶啦。不過咧，即係查斯侯活呢個爭就起得太過礙眼，咁自不然咧就令到球證係吹咗佢。鏡頭影住史杜達米亞啦，今日佢攞18分嘅，75再隻高位呢個 pick and roll。哎呀，可惜啊！呢球波咧 in and out 入咗一半咁就係卓普啦，搶翻籃板。呢個位要做個 fade away 啦，當然就冇咁好射㗎。咁啊命中率咧自然咧就會減翻低啲。回傳翻俾諾域斯基，咁啊卓普同佢做個單擋啦，卓普咧爭啲搶到個進攻籃板，最後係佢出界嘅。諾域斯基今日射13球啦，入5個，暫時攞咗17分。咦？俾拿樹唞一唞喎，個波唔係到佢手，巴布沙嘅手喎。
今次好遠嘅位置咧，開始咧做一個 pick and roll 嘅戰術，然後分翻出嚟俾巴布沙射3分球有。嗱，巴布沙啦攞完個波啦，有足夠嘅時間俾佢肯定自己隻腳趾冇搭住條3分線，即係證明呢個波啦，拿殊咧嗰下動作啦係引到達拉斯個夾擊啦係好成功嘅。防守換咗位，馬利安守住係泰利，跟住咧俾翻哇起腳喎，路易斯基。嗱，我唔知呢個波咧，球證係吹咗巴布沙㗎，但係路易斯基嗰下後提啦、後爭啊踢埋去咧，都踢得幾型㗎。佢唔知係想抽水定係乜嘢啦嚇，個腳咧起得快，都閃得好快。就係講緊呢樣嘢啦。拿殊踩埋中間，引晒所有人埋嚟。巴布沙，咦望一望先，慢慢飲啖茶，食個包，先至將個波射上去。即係一隊裏邊有2個人起手嘅動作都幾得意嘅。史律達米亞一包咗個波嚟省翻落嚟 ，Greg Buckner 咧鏟埋籃底。史律達米亞咧咁啊第2個咧係第2個封籃。哇！你見到史律達米亞啦，咁樣好似野獸咁跳起，一巴咗個波拍翻落嚟啦。睇嚟覺得佢狀態都恢復得未有7、7、8、8，都有5、6成啊。咁啊，唔止5、6成啦，我覺得。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少咗嗰個受傷嘅陰影喺度啊！即係有時球員都傷得耐咧、唞得耐咧，出翻嚟嘅時候咧，即係仍然個陰影話我膝頭哥做個手術係咪要鏡住咧？但係今日似乎睇唔到有呢個陰影啦喺史律達米亞身上出現。好啦，搏腳叉翻過嚟嗰邊，俾阿巴布沙邊走邊射，呢一球起手就麻麻地。好啦，輪到呢邊咧有機會打快攻啦，3個打2個。泰利我見到馬利安收翻嚟，太陽隊今次都回翻後場，左邊咧打 pick and roll， 路易斯基 roll in， 係交翻過嚟個頭，哎呀咁啊，自己人都擋一擋路啊 ，Craig Butler 交翻俾阿泰利先，守得幾好㗎，呢即係頭嗰10零秒嚇。泰利其實頭先 roll in 嗰陣時咧，錯失咗個交俾路易斯基嘅機會，因為嗰陣時係拿殊守佢嘅，咁啊泰利一個跳射唔中，拿殊。用阿北拿咧守佢，哇！後襟再仲有阿史律達米亞搏到犯規。哇！即係你真係諗佢唔到㗎拿殊啊！因為佢交個波嘅時候啦，史律達米亞都未入鏡頭，點解見到拿殊無端端將佢撳個波喺後邊啦？原來後邊咧仲有史律達米亞冚緊上嚟嘅，啲時間配合得好好。卓普犯規應該係佢第5犯。不過今日睇到一樣嘢咧，就係頭先話史律達米亞仲有好多改善嘅地方，我覺得佢其中一個改善嘅地方就係啦，佢搶完籃板之後啦，佢嗰個保護個波嘅意識咧，其實做得唔係咁好嘅，即係話如果你防守對方嘅球員咧 time 得好啲嘅話啦，史律達米亞攞完個籃板落嚟咧，你係有啲空間、有啲時間會係可以將佢手上嘅波咧拍走㗎。咁啊呢樣嘢咧，史律達米亞真係應該要小心一啲，因為呢啲少少嘅唔小心咧，就會令到自己個控球咧失咗嘅。仲有一樣嘢啦，就係覺得史律達米亞啦，你有時留意下佢個封籃嗰陣時啦，佢係比較好啦，就係從弱邊啊走嚟封，唔係自己 mark 緊嗰個人，佢喺弱邊埋嚟補位啦。譬如你喺強邊帶埋嚟咧，佢走嚟封籃啊 ，time 都好靚。有時見到佢封嗰啲籃啦，就係咧，佢封嗰個出手嗰個人唔係佢自己 mark 嗰個人嚟嘅。但係有時如果你話係咪封佢自己 mark 嗰個人一樣做得咁好啦？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呢樣嘢係史律達米亞啦，有時咧仲係需要改善嘅地方。佢個身體素質咧係絕對係非常非常之好嘅。我覺得佢嘅個人防守咧仍然都可以係有啲改善。出咗迪奧喎，一出嚟就即刻犯規啦。咁啊都要俾拿殊唞一唞㗎，咁啊追到上嚟咧，即係落後3分啦，即係拿殊已經係居功至偉㗎啦。咁啊而家就要睇下其他球員可唔可以 keep 翻住咧呢一個距離啦。嗱，而家仲有1分05秒啊，咁啊加埋啱啱去廣告嘅2分零鐘、3分鐘左右，再加埋呢1分鐘，可能都用2分零鐘左右先打完。咁你即係俾拿殊啦，有大約5分鐘左右嘅喘息嘅空間啊。祖美恩宗師入嚟，迪奧咧5犯嘅。不拿咧係4分，2個宗師，一個詹士宗師，一個祖美恩宗師，2個咧都係射手。咁啊，但係咧詹士宗師最近嘅表現咧就平平，咁啊，所以咧就而家變咗咧坐大板凳啊。佢嘅祖美恩宗師咧代替咗平時嘅位置。哇！一個 crossover 喺度右邊建功啊，巴布沙直情入梗啦呢個波啊！咁啊中間咧達拉斯啲球員個個望住出邊㗎，個個望住外線，冇人咧守翻住條內線㗎。咁啊巴布沙過第一個即係障礙，我覺得好輕鬆。由佢司機做完單檔走出嚟接應啊，查斯侯嘅佢身邊行過唔交，左一次抽水啊呢個波。咁啊側搏咧，博球證睇唔到， 2犯。
佐治咧喺呢一個進攻模式啦，佢話嚟到達拉斯之後啦，佢覺得自己啊個職責啦，走位要比以前咧靈活得多。佢話以前喺湖人隊嗰陣時啦，好多時咧由 Kobe 或者邊個策動攻勢啦，佢都係動咗喺角落頭嗰度啦，等啊切入分球俾佢咧做遠射。咁啊鏡頭影翻嚟呢度咧，太陽隊咧有一個失誤嘅。咁啊15個 turnover 嘅喎，今日太陽隊太多。丹比亞啦同阿泰利做一個單擋，向後跳射唔中，掹人啊丹比亞，祖美恩宗斯啊，睇嚟祖美恩宗斯後邊啊，等到佢一下。如果打完呢一節咧，鳳凰城 keep 翻住只係落後3分啊，我覺得但東尼教練咧都已經係我哋吉弟啦，因為好明顯啦，今日呢一場比賽啊，淨係計今日啦。馮拿樹咧抽咗出去之後啦，鳳凰城咧就好似一盤散沙咁啊，感覺上。今季咧巴布沙咧好明顯嘅個人啦得分啦，即係攞分啊就係有好明顯嘅進步啊。咁主要就係因為佢起手選擇做得好。咁但係如果你講到要組織方面咧，仍然都係爭咁啲嘅。丹比亞嘅罰球命中率大約59% 左右。今日佢第一分，78取74，巴布沙。安東尼莊臣夫斯比斯圖達米亞後邊咧推咗佢一下咁啊，回傳俾佢，第一時間空中咧投入嘅。好嘢啊！呢個波啊，咁啊，即係嗰個作用就好似麥拿樹啦，同埋小圖達米亞咧做個 pick and roll 咁樣。2分嘅距離。好啦，安東尼莊臣咧拖分慢啲，射呢節最後一球啦，亦都係葫蘆頂附近咧做一個單擋，交咗俾阿 Josh Howard 對住呢個巴布沙，有啊馬利安埋嚟交阿協防，哎呀，交俾阿畢拿。有一個 turnover， 好啦咁啊3節打完啦，形勢仍然都係相當緊湊，雙方咧只係爭2分，78比76啊，達拉斯領先。It's a two-point game, as Doug said. We got a great fourth quarter in store tonight on TNT. 今年啊，達拉斯如果第4節開始嗰陣時領先啦，佢哋嘅成績係20勝1負嘅喎。咁啊呢場波啦，有可能啊係今年嘅西岸決賽嘅前哨戰啊。78-76，主隊暫時係領先2分。我諗啊，巴布沙又一踩油埋到去籃底，冇得追。個 spacing 做得幾好啊！個人啦拉翻出去遠少少，咁啊變咗咧一個 pick 之後咧，可以俾巴布沙用自己嗰個切入嗰個爆炸力咧，一步就攬到埋籃底，完全冇防守球員。鳳凰城好耐都未試過攞領先㗎啦，睇下今次得唔得啦？好啦，巴布沙咁啊，今次咧交翻後面馬里安搞掂。哇！睇下佢喺邊一度起步啊啦 ！AJ 即刻要嗌個暫停啊，因為第4節一開波。即刻俾對方咧打呢個4對0嘅攻勢啦，重奪領先優勢。哇！馬里安嗰個爆炸力真係驚人啊！嗱，巴布沙頭先咧嗰個 first step 快啦，跟住巴布沙益佢嗰一球啦，我想睇翻慢鏡喎，佢睇嚟都好似差唔多係14尺左右嗰度咧起步，可能更遠添喎。哇！咁啊，兩支球隊舊年喺西岸決賽碰頭啦。其實 Roger Bell 貝爾嗰個受傷啦，對於太陽隊嗰個表現啊，有幾大嘅影響嘅。咁啊，太陽隊亦都係守唔住啊 Dirk Nowitzki 諾域斯基啦。其實對住太陽隊，其實咧領先10幾分啦，唔係好多。咁啊，但係落後10幾分咧，都唔算太多。我哋睇翻頭先嘅高空睇翻嚟巴布沙嗰個入球啊！咁啊，祖比恩宗斯啦出嚟啦，就功勞就未見，咁但係咧呢一度咧就攞咗個犯規。祖比恩宗斯喺太陽隊啦，同佢幾啱個太陽嘅風格，因為咧太陽隊嗰啲球員啊，通常咧要打2個，有時甚至3個位嘅。祖比恩宗斯咧3、4號位啦，2號位有時都 OK 嘅。好啦，咁啊呢個波啦，原本係叉燒嚟㗎啦，可惜佢食唔到，咁結果咧俾鳳凰城打翻過嚟，好彩咧填翻個位，夏利士啦，再組織個巴布沙，咁啊借馬利安呢個單擋鏟到埋中間，咁啊交到去啦，弱邊搞掂，咁啊祖比恩宗斯啦，啱啱話佢冇貢獻，即刻入翻個3分球俾你睇啦，今日第一個入球啊！
咦，咁啊反超前5分咯喎，而家太陽。我諗要盧域斯基做翻啲嘢，咁但係夾擊埋到嚟，即刻交翻個波埋去夏里士啦，炒咗。可惜啊，呢球波 Nowitzki 做得要做嘅嘢，引到夾擊即刻交俾 roll in 嘅夏里士。做命中先，唔諗咁多啦，個波到啦，即刻起手啊！又要嗌呢個 time out。哇！太陽隊而家呢個攻勢咧，好似排山倒海咁樣啊！打完3節之後咧，佢哋係落後緊2分㗎。而家一開波啦，打呢個10對0嘅攻勢，領先86比78。歡迎翻嚟衛視體育台㗎，咁啊86比78，鳳凰城已經係反超前8分。可能盧域斯基啦，攞住個波，咪咦有拱一拱喎，咁啊呢一度咧球證話冇事啊，咁啊再搶嘅時候咧，馬利安犯規。馬利安咧想埋去咧撩走個波嗰陣時咧打到手啊！第4節一開始我哋見到太陽4球全中，小馬咧4球全炒，打一個10對0嘅攻勢。Steve Nash 咧即係喺場邊睇波嗰陣時啊，我哋都見到佢咧會瞓低啦，咁啊令自己個背脊咧舒服少少啦。哦，卓普搶翻個好重要嘅進攻籃板啦，啱啱再去嘅時候咧又搏到犯規，哇俾人撞到添喎。又吹咗馬利安犯規，第4犯，有一個 pump fake 揚起咗。哇！中咗2招啊，好似啊，手踭又1招，膝頭又1下。好靜啊！今日啦，馬利安射9次咧入咗2球嘅4犯。嗱咁啊，收埋 Sean Marion 啦。咁啊，其實進入今日嘅賽事嘅太陽隊啊，已經係連續贏咗8場作客賽事嘅，贏多場咧就會平球會啦喺作客嘅連勝紀錄㗎啦。好，現場一個暫停，我哋唞一唞。咁啊，卓普啦，關於同佢止緊血，咁啊換入啊達雲佐治。我諗啊，查斯後活喺呢度終於咧入翻球啦，止血啦。Josh Howard 啦，今日攞咗12分嘅啫。巴布沙，咁啊鏟到埋中間，今次咧起手好快喎，不過咧盧域斯基就攔一攔個位啊，令佢咧上籃歪咗。咁啊對住巴布沙啦，唔好俾佢走左邊啊！佢喺左面啊切入嗰個速度啦係強過個右邊一啲嘅。而家呢個腰線防守咧，幾乎俾祖比恩宗斯咧偷到嘅。兩個人之間嗰個眼神啦接觸得太耐啊，最後仲係掂達拉斯球員出界添。呢段時間打得好啦，嗱，所以唞耐啲啦，鳳凰城啊！哇，冇人喎呢度，啊可惜迪奧啦就爭咁啲啊，咁時間咧就唔係好夠。馬利安 Sean Marion 今日只係入咗3球，但係有2個都係3分球嚟㗎，攞咗10分。泰利馬利士耍一耍，睇下邊個走位接應佢啦，咁啊想交翻俾泰利㗎，呢個波啦，第一時間。我爭少少，盧域斯基，咦，幾乎搏埋 N1 啊！嗱，呢一度咧搏到馬利安5犯啊，應該。馬利安5犯，迪奧咧係5犯。太陽隊今年咧試過啦，好多場賽事啦，領先9分或者係以上啦，咁啊最後都俾人追翻上嚟。咁啊，所以頭先都提過啦，即係對住太陽啊，落後。或者係領先10幾分咧，都唔係一個好大嘅領先優勢。咁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就即係太陽隊啦，佢哋嘅如果你落後10幾分，佢哋打防守有時就只係能夠算係普普通通嘅球隊啦。咁啊，但係你如果係就算係領先緊嘅話咧，佢哋個進攻嘅爆炸力都咁強，同埋仲有佢打嘅節奏咁快啦。迪奧攞板唔中啦，佢哋嗰個打嘅節奏咁快，平均每場嗰個起手次數啦，係會比一啲其他球隊為多嘅。咁啊，佢哋一場波射84、85次左右。夏利士撩波炒咗盧域斯基保中。Dirk Nowitzki 個掛住睇波嗰陣時咧，盧域斯基咧咁啊撲埋嚟搶第2個進攻籃板，攞咗21分。
好啦，咁啊擴一擴之下咧，巴布沙啦走到埋角落頭嘅死位喎，咁啊走翻出嚟先。馬利安，咁啊跟住左字冇乜着數啊，都係交翻出嚟俾巴布沙啦，組織過啦，一個箭步過咗巴布沙，哇！都係頭先嗰句啦，一個 crossover 走翻佢左邊啦，佢嗰個 first step 真係好快嘅，對住 Barbosa 啦，你係要 overplay 佢，逼佢帶翻過嚟右邊少少，佢用右邊切入嘅話咧，通常佢係諗住個波交俾人哋嘅。夏里斯，路易斯基，哇！呢個波側身嚟射嘅喎，名人宗師咧搶咗籃板，路易斯基係射15球入6個啫。好似 George 咁啊 ，overplay 佢逼佢帶翻入中間用右手嗱，右手帶落去佢都係分波出嚟嘅。今次咧有協防埋嚟啦，要焗住咧分翻出去俾祖美恩宗師，我話炒咗㗎。查斯後活嗱單對單嘅啫，過得靚。呢個波落緊㗎啦，係啊。Josh Howard 今日咧第6個入球啦，當佢係14分，係咪時候應該會換翻拿樹入嚟啦？好快脆就會知道啦。現場有一個暫停，仲有大約7分鐘嘅賽事，91比86，作客嘅鳳凰城領先5分。有時咧喺呢啲暫停嗰陣時咧，唔會話次次咧都係個教練啊長篇大論啊，講一大輪戰術啊，點樣跑點樣做。好似啱呢個暫停嗰陣時咧，但東尼教練只係講2點嘅啫，就係話第一啦，利用翻我哋自己嘅速度，用個速度咧去壓迫對方。咁啊，另外咧助教亦都提出一點咧，就係話咧喺搶籃板嗰陣時咧，大家咧必定要保持咧鍥而不捨咁嘅精神。咁其他時間咧，大家都係坐喺度啦，咁啊等開波嘅啫。咁啊，亦都係其實俾佢哋一段時間啦，就回翻氣啦。咁啊呢度咧見到果然就換翻拿樹咧入嚟㗎。咁啊拿樹都算唞咗好耐㗎啦，咁啊由第3節尾段咧到而家都起碼唞咗7-8分鐘㗎啦，加埋個 break。好啦，咁啊呢度咧攞住5分嘅領先優勢，後手交過嚟，小達米亞遠少少，踩埋中間。呢下咧可惜啊！鏟得埋去㗎啦，但係攞板嗰下個手感啦，力度咧大咗啲啊。其實射得啊，小達米亞嗰啲距離佢又可以射得到嘅。但係我覺得 OK 喎，即係呢球波係完成唔到冇得講啊，因為咧即係而家領先緊啦，鏟埋籃底，我覺得 OK 喎，進攻選擇。好啦，咪做到啦教練嘅要求啦，搶翻隻籃板，拿樹都係喺葫蘆頂附近打 pick and roll。好啦，咁啊中斯咧交翻個波出嚟，咁啊再重新組織過。咁啊今次咧達拉斯咧逼得幾緊下㗎，冇乜空位啦，俾到鳳凰城嘅球員埋到去。巴布沙，利用自己嘅速度想話切入嘅，今次啦俾人捉到路啦。Devin Harris 呢一球波啦 ，overplay 中間逼阿 Barbosa 啦，用右手啦係帶波入去喺右邊切入。其實巴布沙咧好特別啊，呢個球員啦，佢中意咧係帶波喺左邊入去。但係佢有時出手嘅動作咧，佢要轉翻過嚟右手射嘅，好得意喎！但係咧左右兩邊咧，佢係左邊切入嘅速度好明顯係強過右邊。好啦，咁啊交翻出嚟呢一度啦，咁啊地波呢度走空晒嘅，夏里斯踩埋去，俾人封翻落嚟喎。拿樹，今次明智咧等翻啲人上嚟先，見到咧冇乜快攻機會，都係啊喺葫蘆頂呢個位。巴布沙。回翻佢哋拿樹，咦對住老友路易斯基喎，夾擊埋到嚟㗎啦，未形成之前啦，快啲轉邊啦，咁啊祖美恩宗師攞到，剩翻幾秒嘅啫，要射㗎啦喎，咁啊結果咧波都俾人偷埋。達拉斯今次風位好啊，個防守又有個機會，有 and one， 哇，好嘢！小馬隊呢一次防守咧，逼到對方咧喺進攻時間差唔多咧係7-8秒咧，先至可以咧開始到埋去攬嘅動作。跟住咧逼到對方埋到死位，一個 turnover 之下咧，咦呢球好似係迪奧犯規喎，係咪咧？如果係迪奧嘅話咧，玩完㗎啦。我嘅非正式統計頭先計到迪奧咧係有5犯嘅，好似都換走咗佢添啊！哈！呢個波咧連控球權咧都失埋俾對方。咁雖然個罰球就唔入，係啊，迪奧咧6犯離場，今日攞7分。除咗佢之外啦，馬利安啦又係5犯在身嘅。
好啦，咁夏利士攞住，泰利，兩個人焗住喺度啊，交翻佢嚟，路易斯基。跟住咧前面咧俾人截一截個路啊，左截。咁呢個三分球啦，我識佢爭少少啦。巴布沙搭呢個拿樹打雙控衛陣勢，咁啊其實咧都係拿樹打1號位嘅，巴布沙打翻2號位啊。拿樹，我再回翻個波咧俾佢。今次咧扯翻出嚟啦，咁啊想話打個拼緊好大啦。今次第3個球員咧接翻住個位嘅，馬利安。咁啊防守防得好好啊，達拉斯呢段時間。呢幾個進攻啊，對方啊都係啦，好似拉龜無從入手咁啊。達拉斯呢幾個防守咧都係補位補得好快。哇 ！Devin Harris， 哇！呢個 crossover 再加埋一個箭步攬埋去，佢都唔慢得過巴布沙好多㗎，慢得佢太多㗎咋，好嘢！即係對住拿樹就冇得講啦，但係其實就算對住一個快啲嘅防守球員啦，呢球波我諗佢都分分鐘埋到去啊！拿樹俾佢一個假動作啦，成個重心啊褪後咗，應該吹咗 Steve Nash 犯規添。好啦，有機會追成平手啊！睇夏利士咧入唔入到啊？頭先係炒咗球罰球，都炒喎！咩事啦？夏利士啊，嘥咗2個好嘅機會，係咯。拿樹交翻過嚟呢一度，巴布沙。馬利安仲係未埋到去㗎，哇！大拉斯咧守得好緊密啊！時間有限㗎啦，巴布沙終於鏟到埋，夾硬將個波掟翻出嚟，4秒、3秒，夾硬將個波掟上去，波啦仲未掂框啊！馬利安啊呢個史魯達米亞呢個波入唔入到咧？入唔到啊！頭先話覺得入唔到喎。24秒用完啦。係啦 ，OK AJ 唔使咁落氣，24秒進攻為例嘅。哇！不過我覺得呢個太陽隊呢個進攻咧係嘥咗嘅。點解咧？呢球波咧唔係由拿樹組織進攻啊！嗱，我哋睇翻左下角嗰個大鐘，大家應該睇得好清楚。係啦，好明顯啦。但係即係嗰個燈壞咗啊！係啊。咁啊，嗰個紅色個框咧冇着到。不過之前太陽隊個進攻係浪費咗，拿樹喺度咧，佢反而一早個波隊咗俾阿巴布沙，由佢組織攻勢。拿樹頭先個進攻喺度唞嘅。好啦，路易斯基反超前啊！嗱，達拉斯23分啊！德國槍路易斯基92對91，主隊反超前1分。係啦，用翻 Steve Nash 啦，用翻組織打翻呢個 pick and roll 個模式啦。哇！都俾佢入到冇得講啊！真係冇得傾啊 ，Steve Nash！ 哇！邊走邊射，喺3個不同嘅高佬面前，今日試過咧錯腳跳起、單腳跳起、摁後彈起，全部都俾佢入埋嘅。路易斯基咁啊，少手忙腳亂喎！呢一度咧帶翻埋去中間，哎呀，左邊入右邊出啊！史魯達米亞今日搶啦第12個啦籃板，哇！好精彩嘅一場賽事啊！雙方爭1分，93-92。拿樹咪史魯達米亞同佢 set 咗個 pick， 撳翻個地波埋到去，搏到犯規㗎，好嘢！呢球波咧用阿 Roger Bell 啦作為一個射手嘅角色，動咗喺角落頭嗰度啦，將查斯侯嘅拉遠咗少少，然後用呢一個史魯達米亞拿樹都係打佢哋咧呢個殺手鐧啊，喺葫蘆頂嗰度打 pick and roll， 咁啊變咗第3個防守球員要埋嚟協防嗰陣時啦，史魯達米亞速度咁快，攬到埋去，佢埋嚟嗰陣時咧要掹佢犯規，機會出咗，但係把握唔到呢個罰球機會。史魯達米亞嘅罰球命中率77%，今日入咗8個罰球。咁啊，太陽咧 head 住2分啊，94-92。夏利士又揾泰利交啦，呢個波啦由底兜翻出嚟，泰利再回翻俾夏利士鏟到埋中間，路易斯基歪咗，哎呀可惜啊！睇攞唔攞啊籃板啦，黑塔夏利士攞唔穩個平衡啊，出咗界。哇！今日呢場波啦，兩隊啦都打得非常之投入啊，似一場季後賽，感覺上真係有嗰種嘅 playoff 嗰種 feel 喺度啊！仲有2分47秒，現場有一個暫停，94-92，暫時係作客嘅太陽 head 住2分。今日咧幾個精彩嘅鏡頭啊！咁啊，我哋揀咗咧就係拿樹同史魯達米亞喺葫蘆頂咧做一個 pick and roll in， 跟住咧史魯達米亞
側身啊入進94-92，鳳凰城係 head 住2分，仲有2分47秒。好啦，巴布沙，喂呢一度咧咁樣交個醫院波啊，真係冇乜必要啊，冇眼睇啊！咁啊，嘥咗呢個進攻啊！諗住就揾巴布沙大波上嚟就慳翻啲力水啊！拿樹啊，點知啊嘥晒啊！嗌完暫停之後，通常入嚟咧，嗰個組織要做得較好嘅，因為咁多時間傾過，入唔到都起碼有機會射先啦！好大意。好啦，咪查西回翻過嚟，諾域斯基，哎呀，可惜又炒啊，2球男仔炒咗啦！即係今日嘅手感麻麻地，哇！好俾我鏟到埋，哇！呢個波搏唔到犯規喎，竟然啦！好啦，咁呢邊咧攞翻。都係呢一隻啊！左邊切入咧，交嚟右手咧做完成，空晒泰利搞掂，搞掂 Jason Terry 今日啊第5個3分球啊！咁但係呢度藍隊冇人啊，不過甩手啊馬利安，哇 ！Jason Terry 今日啊已經係射入咗35分。好啦，我睇下呢邊點啦，夏里士攞住。咁啊，盧域斯基帶埋成批人埋去泰利同一個位置，我爭少少。不過今次盧域斯基攞翻，咁啊波就起唔到手噶啦。不過咧就搏到犯規。Dirk Nowitzki 啊，今日手感麻麻地，咁但係至少都可以喺搶籃板方面咧有少少貢獻啦。今日第10個籃板。睇翻頭先啊 ，Jason Terry 喺右邊45度角位啊。嗱，第一冇人去 mark 佢，第二咧佢接到個波之後咧，好順嗰個動作就係攬前一步，咁啊唔係話咧即係冇少少嘅助跑咁射啊，企定喺度唔係佢成個人嘅重心挨後啊，攞到個波之後攬前一步，好順嘅動作咧出手。24分啊，諾域斯基。好啦嘛，3分嘅距離噶啦，拿雪撳翻個地波埋嚟，史奧達米亞埋堆，咁啊又搏到犯規。呢一球波真係 Flash 喺個夾擊嗰埲牆形成之前啊，今次呢一個咧針控式傳球一個彈地波嚟嘅，撳得幾靚啊！喺2個白衫球員封到個路線之前，撳個地波。就住咧呢一個斯圖達米亞嗰個步穩啊，咁開埋去搏咗犯規。哎呀，呢一個就係分別啦。頭先盧域斯基2個罰球入晒，咁啊但係呢一度咧斯圖達米亞咧好似咧就有少少壓力喎。啲球迷揈住嗰張係咩嚟嘅咧？好啦，2分鐘1。攞23分，泰力幾個插花啦，等盧域斯基出嚟幫手啊！2個人咧焗翻住佢，冇晒人啦！夏里士男仔再養多下，哎呀，走步。呢一球波夏里士真係捉到碌唔識脫角，哇，空晒啦！真係捉到碌唔識脫角啊！喺葫蘆頂附近，你包抄唔到啊 Jason Terry， 交俾諾域斯基，諾域斯基好機警啊，將個波咧交俾 cut in 埋去嘅 Devin Harris， 但係佢仲要做多下假動作帶停呢個波，到佢做得啲動作嚟嗰陣時都埋到嚟。呢個拆你屋啦，幫鳳凰城追成97平手嘅。之前嗰個都唔夠精彩啊！呢一個 pick and roll 嘅鏡頭先至係全場我諗最精彩嘅鏡頭。哇！點擋啊？呢啲 pick and roll 真係。好啦，咁啊呢一度咧，泰利帶住俾人間一間，交翻過嚟，空晒，今次唔踩埋去啦，就咁射下夏里士。哎呀，出咗界嘅，大運夏里士抵打攞有啦，真係嚇！頭先嗰個波喺籃框面前出唔到手，呢球波以為可以將功補過都唔得。會唔會需要打 OT 呢場波？如果要需要打 OT 嘅話，都算合理喎。而家40幾秒，2隊都係各有好嘅地方啊！今日打得，拿雪，而家揾咧查斯侯活咧就係守佢啊！2個人出嚟焗佢，咪交翻過嚟呢邊巴布沙。哇！唔需要一，哎呀！巴布沙呢個波做咩？呢個貝爾嚟㗎，貝爾嚟㗎呢球波，哎呀！
通常咧，你佢見到喺葫蘆頂附近做 pick and roll 啦，背就動咗喺角落頭度。今次佢哋拉呢個係左邊45度角位做 pick and roll 啦，背以順應線翻出嚟右邊45度位，佢攞呢個波好似咧就唔知點做咁啊！佢以為咧 Steve Nash 會 cut in 埋去佢右邊接應，哎呀！呢啲波冇得咁樣以為啊，因為你企嗰個位企到咁遠嚇，咁啊唔需要咧就係話交啲咁嘅波嘅。哇！今日太陽咧有一樣嘢真係失誤比較多喎，計埋呢一球咧，我已經係佢今場波第21個 turnover 嘅失誤數字比較多啊！平時佢哋冇咁多失誤嘅喎，平時即係太陽都係保護個波保護得較好嘅球隊之一嚟嘅。哇！再睇翻呢一球拆你屋啦，點頂啊！跟住咧查斯後活啦，呢一球波啦 face guarding 啊，望人唔望波嘅，一路令到咧Steve Nash 啦冇法子係擺脱佢。貝爾拿住個波好耐咧，開始有少少急啊，一路想揾阿拿樹交波，但係拿樹就擺脱唔到啊查斯後活。好啦，咁啊交翻出嚟，查斯後活，頂，哇，搏埋 N1 添 ，Josh Howard 喺右邊底線嗰度起步嘅，一個假動作 cut in 埋到係籃底，哇！嗰個隊友之間嘅配合做得好好啊！嗱，而家鏡頭都未見到入鏡㗎，一個假動作咧擺脱咗呢一個貝爾，落埋犯規。個注意力啦擺晒喺外圍啊，咁啊內線咧一個人都冇嘅。好啦，入埋爭3分。路易斯基呢一度咧掹人犯規嘅。咦，唔係喎，球證就話咧就偷步入咗去3秒區入邊先啊，咁所以控球權咧屬於翻鳳凰城嘅呢一邊嘅。22點幾秒，咪又係拿樹嘅時間啦。咁今季我都睇唔少啦，鳳凰城啦，最後一刻啦將個波交俾拿樹啦，佢啊救翻成場波㗎。都係要喺嗰個戰術㗎啦。史律大米亞拿樹喺葫蘆頂附近咧做單擋，然後 roll in。今日達拉斯根本守唔住呢個模式啊！咦？今次唔係喎，做乜嘢咧嚇？今次死搶住咧就係拿樹，呢個波交到埋籃底，馬利安搞掂。哇！幾險啊！哇！真係險喎！爭佢呢一個進攻模式搞唔出咩花樣出嚟㗎。13次助攻，馬利安攞12分，追成99平手。歡迎翻嚟衛視體育台㗎。睇翻頭先咧 ，Steve Nash 呢一球靚波啊，交到俾籃底嘅馬利安，99平手，仲有6.3秒。咁啊，呢一個進攻模式咧，就早段咧，似乎睇嚟就好似俾對方封死咗。咁但係 Steve Nash 帶到埋底線，啱啱喺路易斯基腳邊咧一個 wrap around pass 啊，喺佢腳邊咧繞住佢個大髀邊嗰度，咁啊交個地波俾馬利安，好靚。咁啊，主隊而家冇晒暫停㗎啦。咁啊，最後一個起手嘅權利咧，會落咗喺達拉斯呢邊嘅，睇嚟都起碼個心理方面咧就冇咁大威脅，因為就算射唔入啦，都可以有 OT。好啦，路易斯基2分波有 Dirk Nowitzki 喺呢幾分鐘手感麻麻地，但係關鍵時刻入咗佢今日第8球，27分啊，1.3秒啊，鳳凰城夠起手，但係唔知入唔入到。Jason Terry 撳個地波喺牛角位踏後1-2步左右，馬利安跟到好貼㗎啦，但係兩個人個高度有少少距離啊。Dirk Nowitzki 喺佢面前出到手啊！今日開波嗰陣時咧，其實勝出率咧係達拉斯同鳳凰城係排第1、第2嘅。咁但係今日咧，聖安東尼奧嘅主場啊，贏咗猶他爵士之後咧，勝出率咧又爬翻過太陽隊，而家排咗喺第2。不過無論點都好啦，而家聯盟裏邊咧，我諗3支球隊鼎足而立嘅，大家一定會數到呢3隊㗎啦。小馬、馬刺同埋太陽，大家嘅勝出率都係至少73%。咁啊，睇下達拉斯可唔可以延續佢哋呢一個連勝佳績啦？連續贏咗7場㗎啦，1.3秒夠時間接波，或者可以咧攬到一步再射都未定喎。幾大擘住拿樹啦！呢啲咁嘅時間仲唔係佢嘅時間？
好啦，咁啊貝爾咧就開界外球，睇下點樣啦 ，set 個 pick 啦，想話交個波出嚟啦。哎呀，交到俾史杜達明啊，再大多一步。好啦，咁啊達拉斯咧贏咗呢一場啦，咁精彩嘅賽事。 101比99啊，係最後嘅戰果啊！咁啊，達拉斯咧延續佢哋嘅連勝佳績啊，即係話已經係連續贏咗8場。咁啊，繼續咧保持啊聯盟裏邊最佳嘅小馬隊，22勝7負。咁至於鳳凰城啦，成績啊19勝8負嘅，非常精彩嘅一場賽事咧，啱啱完結啊！101比99，達拉斯2分擊敗鳳凰城。